学要迟到了。走，快点，快点，要迟到了。没事，我们快到了啊！站住！怎么了？我送我女儿上幼儿园。你们已经迟到了，今天不许进。迟到了为什么就不给进啊？这就是这儿的规矩，不许进就是不许进，哪有什么为什么？校董先生，早上好，快请进。不是说有规矩吗？凭什么他们能进，我们不能进啊？凭什么？就凭人家是校董先生，马上就要拿到宋爷的四海集团1000万的注资。看你们这一身的穷三样，知道1000万是什么概念吗？我们这里是杭城最知名的贵族幼儿园，进出要讲究台面，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放进来。是，我们不是穷的，我爸爸是公司老板。我可听叶小小的外婆说了，你已经破产了，没钱了，没钱还上什么贵族学校啊1公里外就是公交站，我劝你啊，还是把孩子送到最近的幼儿园。唯利是图，区别对待，趾高气扬，这就是你们幼儿园的教学理念。是又怎么样啊？我们这是贵族幼儿园，就是看钱说话，有钱上，没钱滚。对，穷鬼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也配跟本少上同一个幼儿园。这你们不管管？管不了啊！我儿子说的对呀，没钱上什么幼儿园？赶紧滚！看你们这一身廉价货，别在这碍眼。爸爸，他们好凶，我们走吧。小小不怕啊，我们又没错，该走的是他们。你们听着，1000万的注资，你们也想要？哟，口气还不小啊！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档次，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说这些？谁说叶先生没有资格？爸爸，他们是来追债的吗？还想帮你挡住，你快跑！小小不怕啊，他们呢都是爸爸的下属。见过老板，见过少主，见过少主。狼牙王，少主，爸爸，他们为什么叫你狼牙王？少主，主上可是全球顶尖财团天神财团的幕后老板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哇，爸爸好厉害！杜先生，那1000万注资怎么弄？这种思想道德败坏的学校不上也罢，给他们的1000万注资全部取消。取消。另外，再给小小找一个更好的学校。是。哦，对了，这2个人，我不想再在杭城乃至整个江省再看到他们。是，给我查，但凡发现他们有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让他们牢底坐穿。哎，稍等，怎么办？哇塞，爸爸好厉害！Hello，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属下以四海集团的名义拿出了500亿的订单给了夫人的公司，今天晚上的招商宴便会当着杭城所有的权贵大表演。好，有了这笔订单，杭氏就可以上市了。到时候初然就会成为江省的商界新星。今晚我也会亲自给初然一个惊喜，是时候让世人知道我的身份。恭喜狼牙王潜龙出渊，东临绝顶！哇，爸爸好酷！对了，3天之后我要为小小办一个盛大的生日宴，这件事你要好好安排一下。
是。对了，主上，属下有一事不明，您为何不直接向夫人表明您的身份，而是不惜破产一家公司去扶持夫人的公司？其实只要您一句话，我就能让夫人的公司跻身世界500强。楚然性子要强，不喜欢我插手他的事，所以我的身份还是要保密一下。是。不过是一家10亿的公司，破产就破产了。我对楚然有所隐瞒，也是为了让他不要有什么压力。而且楚然的公司马上要上市了，也是时候让他知道一些事儿。夫人可真幸福呢。能让他和小小开心，再多的付出也值得。我是唐总秘书高杰，限你10分钟内到公司一趟。叶先生，是谁敢如此对你不敬啊？没事，在今晚的宴会上，我会好好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我。妈妈一定会很开心的。对了，叶先生，跟您有过婚约的京都苏家苏若雪，今天已经抵达杭城。他最近不是和京都叶家有联姻吗？难道他知道我的身份呢？他应该还不知道您就是威震全球商界的琅琊王，只是抗拒联姻，然后非您不嫁。真麻烦。算了，不管他，继续对外隐藏我的身份。我先带小小去找楚然了。是。苏总，我们已经查到叶家大少现在正在唐初然的公司。唐初然，他怎么配得上你？好吧，是时候要抢回我的业务了。是。走。爸爸，我要来臭臭。哦，好。哎呀，要不要爸爸陪你一起去啊？不用啦，小小已经长大了，自己去。真乖，去吧。你来晚了。啊，高秘书你好。来这么高档的写字楼，也不知道换身像样的西装，就穿这些连牌子都叫不上的服装，一进门一股子穷酸味儿，上不得台面。楚然呢？这个时候叫我来，有什么事儿？想见唐总，你觉得你够格吗？京城叶家的气少，名下唯一一家公司还经营破产了，你有什么颜面见唐总？就没点自知之明？我够不够格，不是你说了算。如果你大老远叫我来，就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那我也没有必要带了。等等，我让你走了吗？原本以为你能认清自己和唐总之间的差距，知道我今天叫你来这儿的目的，可你非要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简单直白些，最后一点颜面你也别想要。离婚协议书，离婚协议书，没错，唐总即将和四海集团签订500亿大订单，马上就要成为整个江省商界最璀璨耀眼的明星。而你在商界毫无建树，连公司都经营破产，只会拖累唐总。你要还是个男人，就赶紧跟唐总离婚。是你的主意，还是他的主意？这重要吗？落魄贵族不如狗。我劝你啊，有点自知之明，不要再纠缠唐总。拖累、纠缠，你以为你是谁呀？啊，这是我和初然的家事，轮不到你来插手。好啊，高助理没资格管，我呢？妈，你怎么来了？住口！你没资格管我叫妈，你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着自己，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就是一条被叶家赶出去的丧家犬！你公司都已经破产了，凭什么留在我唐家？我没资格。当初你为了逼我和初然结婚，不择手段给我下药，后来我们有了小小，才不得已结的婚。我那个时候以为你是京都叶家大少，没想到你就是一弃子，是你隐瞒事实在先，你凭什么指责我？所以你就没有错？是
当初骗你到酒店给你下药，是我着急了点儿。但作为一个母亲，想让自己女儿过得好点，我能有什么错？那结婚以后呢？我一心照顾小小的初然，还把我们公司的资金拿来填补你们的亏空，结果呢，得到了什么？但是你愿意，我们家初然啊，马上就要拿到四海集团500亿的订单，届时将会成为杭城独树一帜的商业女王。而你呢，你就是一个破产后难以自食其力的窝囊废，你还配待在我们家初然身边吗？配待在我唐家吗？可不是嘛！唐总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他自身努力。你一个大男人，在这斤斤计较、疯狂揽功，你也不造我！你们真是恬不知耻啊！混账！你帮自己的老婆那不是应该的吗？你还引以为荣？你是什么男人啊？我当初真的是瞎了眼了，我怎么能让你进我们唐家的大门呢？我现在想想，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就是你身为丈夫，帮自己妻子一点小忙怎么了？还敢在这里邀功，死缠烂打的下头男人，真是个逆子！你们这副白眼狼的嘴脸，才真的是让人恶心。够了！你帮初然公司填补亏空，那是你作为一个丈夫应该尽的本分。别在这啰啰啰嗦的，现在立刻马上把这个离婚协议书给我签了。这么着急让我离婚，找好下家了。那是自然，以我们唐总现在的身份，只有杭城4大家族之首赵家大少赵凯才能配得上他。事到如今，我就不瞒着你了，我呢已经帮赵少跟突然安排了相亲，双方都很满意。赵少为表感谢，已经顺手帮我们唐家拿下了四海集团500亿的订单。你有没有搞错啊？四海集团的那500亿订单是我让宋苍龙安排给你的，他一个小小的赵家，他根本不够格。你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四海集团掌舵人宋苍龙宋爷，那是我们江省首富，你让他安排，还当你自己是以前那个叶家大少？就是，赵少不够格，难道你够格呀？你可真够可笑的！我劝你还是收起你那个可怜的自尊心。你要是真有那个能耐，能帮初然拿下四海集团500亿的订单，你还能破产啊！我的实力岂是你们这些井底之蛙可以揣度的？别说那个什么不知所谓的赵家大少，就算是宋苍龙来了，在我面前他也没有做的资格。岳总，你太让我失望了。突然，你终于来了，正好。妈要逼我们离婚。叶总，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这么的努实？我能拿到宋爷的订单，一是靠我的努力，二是得到赵少的牵线搭桥。你呢？一句话想否认我所有的付出吗？初然，四海集团的那500亿订单，真的是我让宋苍龙给你准备的。你这样只会让我觉得更看不起你。我再重申一遍，我能拿到订单，我唐氏的崛起是得到宋爷和赵少的认可，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你怎么就是不肯相信我？现在公司已经破产，你已经负债累累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岳总，我们还是离婚了。离婚？唐初然，你确定你是认真的？我们在一起5年了，你不求进取也就算了，现在公司已经被你经营破产了，我对你太失望了。我跟你终究不是一路。原来这就是你离婚的理由。我公司怎么破产的，你比任何人都清楚。你自己把公司弄破产了，你居然赖在我们家初然的头上。抛开事实不说，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吗？这么多年了，你就赚这么一点钱，你不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把过河拆桥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果然是母女俩。无理取闹，我可以接受你无能，但
但无法接受你没有进取心还搬弄是非。够了，多说无用。是时候该结束这段我们不该开始的婚姻了。这里是100万，就当做是我给你的一些补偿。唐主任，就算你不顾及我们5年的感情，你也应该要为小小考虑一下吧。她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够了，好你个业主，你还想用小小来绑架初然，还真是够卑鄙的。这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是为了初然跟小小，我看你呀就想吃我们唐家的软饭。他呀，是知道唐总要和四海集团签订500亿的合作协议，想要跟着唐总一起飞黄腾达，何必说的那么冠冕堂皇？骗谁呢？区500亿的订单，就让你们膨胀成这个样子。要是让你们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你们岂不是要下跪磕头？岂不是要下跪磕头？你个没钱没势的穷鬼，你除了吹牛厉害，你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你要是真有这本事，那我就给你请回唐家，我给你烧香，我给你磕头，我给你请安。我不需要。闹够了吗？你这样只会让我更看不起你。你不就想要钱吗？我再多给你500万，小小的事儿你就别管，我会给他更好、更优越的生活。没用的窝囊废，也就这点出息。行了，不要再装了，拿着这些钱赶紧滚！看着你我就恶心。区600万，比起我给唐家的100不足一。你别想因为这个借口分走我唐家半数资产，那可都是初然挣的，你想都别想。至于你给初然的，那是你愿意，我们可没逼你。算了，别说了。叶总，赶紧把协议签了吧，我跟你始终不是一路人。可是，妈妈，今天爸爸大糖给你吃，你不要和爸爸离婚好不好？不要抛下小小。小小，以后不许吃这种垃圾食品，知不知道？给我！我不哭啊，小小不哭。只有没钱的穷人才会给孩子吃这种甜食。那是因为小小喜欢。爸爸，我打对我的棒棒糖，我不喜欢它了。小小，妈妈不会抛下你的，是爸爸无能，他给不了你更好的生活，所以妈妈必须跟他离婚。唐初然，你别想着把小小从我身边夺走。小小，啊，跟妈妈在一起。我不要啊！小小，你别闹，你把他弄疼了。我要爸爸。叶小小，你快给我过来！你爸这么无能，你跟他有什么出息？你口口声声说要把最好的给小小，但是你连小小最喜欢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该不该好好自我反省一下？那还不是被你惯的？现在他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你可真呆。你说孩子跟你不亲，那是因为你这个当妈的从未陪伴过他的成长。1年你能见过他几次？你口中的陪伴、照顾，都是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我才能真正给他真正的未来。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差距。看来，终究是我害了你。如果我不用我的公司填补你唐家的亏空，你也不会变成这样。这样也好，至少让我看清了你们唐家的嘴脸。我就不应该让宋苍龙给你500亿的订单。大言不惭！四海集团的订单是我赵凯替初然谈下，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功劳啊？哎呦，赵少年来了，我马上就让初然和这个没用的男人离婚，绝不会耽误你和初然的好事。嗨，
赵少说的对，四海集团的500亿订单是赵少给唐总牵线搭桥的，不像某些人什么牛都敢吹。赵少，订单的事儿辛苦你了。哎，小事。四海集团的宋成龙宋会长跟家父关系不错，在他面前我还是能说上话的。今天晚上这500亿的订单，一定是唐初然的。笑话！四海集团500亿订单，什么时候变成你促成的了？区区杭城赵家，你也配？你也配？不是我，难道还是你？你一个公司破产的废物弃婿，连宋爷的面都见不上，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可笑不可笑啊？业主，你给我闭嘴！这杭城的天有一半是赵家的，你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可别污了赵少的脸。赵少，那晚上就辛苦您了。好说好说，等我跟初然成婚之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初然的事，就是我赵凯的事。哎呦，那就好，那就好。您能看上我们家初然啊，那是我们家初然的福气。可不是嘛，赵少可是杭城第一世家的继承人，不像某些人，无能就算了，口气比脚气还大。唐初然，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能不能为了小小维系好家庭关系，给他健康的环境成长？办不到，业主，你们的差距实在太大，你还是认清现实吧。小小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我会给他更好的未来。说够了吗？识相的话，立刻滚蛋！你女儿我会好好待她的，毕竟我赵家家大业大，不多插这一口吃的。你也配带小小？我可是杭城第一世家赵家大少，我不配，你配。等我跟初然结婚之后，我就给你女儿改姓，让她跟我姓赵。你可知道，你杭城赵家会因为这句话付出多少代价？代价？什么代价？你有本事搞我吗？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出去，就让你在杭城没有落足之地？好，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几斤几两。爸爸，你不要让这个坏叔叔把我带走。放心，小小，谁也不能把你从爸爸的身边带走。放心，小小，谁也不能把你从爸爸的身边带走。业主，这是给你最后的体面，希望你认清现实。这是600万，赶紧拿着，离开我跟小小的世界。爸爸，我不要这婚我同意。但是你们不要后悔。钱我分我去，但是小小必须跟我。你这个没用的孽种，你要是再敢说伤害小小的话，信不信我一句话让你唐家万劫不复？哟，还敢吹呢？你个废物怎么敢这么嚣张？哎，您放心啊，像这种本事，我分分钟捏死。好啊，那倒要看你想怎么捏死我。闹够了吗？业主太狂了，竟敢吼我妈，还敢跟赵少叫嚣。就算我们离婚了，他也是你长辈。唐初然，你是耳聋了还是眼瞎了？哪个长辈会对孩子说这种话？怎么，我说错了吗？初然，我知道你喜欢小孩子，等你跟赵少结婚了以后，你可以多生几个嘛。以赵少的基因，可不是他能比。可不是嘛，
赵少血脉尊贵，不像某些被赶出家门的弃子，本事没有，脾气倒挺大。我要说这么多干嘛？敢跟我叫板是吧？好啊，我马上就让人把你扔出去！我看谁敢！我来了，我看你们谁敢欺负叶卓！你是？自我介绍一下吧，我是叶卓的青梅竹马，也是他的未婚妻。若雪，没必要来这里。我不来，那你就这么被他欺负了。我今天站在这里，我看你们谁敢动他！哇，爸爸，这个阿姨好厉害！别想这是谁家的小公主，这么可爱呀？这位小姐，你一个外人，还管不了我们唐家的家事。那你们就竖起耳朵听好了，叶卓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5年了，你们唐家在叶卓身上敲骨吸髓，现在他破产了，你们对他百般刁难，有没有半点羞耻之心？现在说这个已经没有意义。我跟叶卓已经离婚了，你若不嫌弃他一无是处窝囊，就跟他过吧。好啊，求之不得。你是叶卓从夜场找来的狐狸精，故意恶心我们的吧？你这骚味，真下贱！出言不逊，张嘴！贱女人，打我！得寸进尺，再张嘴！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不管你是谁，只要在杭城，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悔不当初。我怎么那么不幸？来，你打一个试试。够！晚宴要紧，没时间跟他们胡闹。对了，叶卓，你依附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是没有好结果的，你好自为之吧。我无需依附任何人，唐主任，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无需依附任何人，唐主任，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走了，小公主。破产的废物弃婿，找了个女人就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不知尊卑，迟早横尸街头。楚然，今天晚上我一定帮你拿下那500亿的订单。谢谢赵少，只不过今天你刚提的婚事，我想我还没准备好。哎呦，楚然，还准备什么呀？赵少人家已经送了这么大的聘礼，这是多大的诚意呀！不仅，我也是帮楚然解决累赘嘛。对了，今天晚上的招商宴，天神财团有一位大人物要来。大人物？难道是天神财团的创始人？对，就是天神财团的琅琊王，那可是只手遮天的存在呀。哎，正好，我们赵家跟他有一些生意上的来往。哎呦，赵少，您居然还能够和琅琊王说得上话，那我们唐家何时能够跻身神州顶级豪门，那可就全靠您了。如果四海集团是湖泊，那京都叶家就是长江黄河，这天神财团可就是汪洋大海。即便京都3大家联手，那琅琊王也是一语复之。不错，天神财团，全球500强都被他们暗中控制，他们的领袖更是被称之为麒麟才子，打个喷嚏，那都是能让全球金融震荡。如此大人物，竟然出现在初然的招商宴上，哎，我们是何等的荣耀啊！初然，你看看，你跟那个废物离婚以后啊，这好事可是一桩桩一件件啊！快，赶快感谢赵少啊！多谢赵少鼎力相助，我今晚一定好好表现，顺利拿下那500亿。叶哥哥，没想到吧，我回来了。爸爸，你还没告诉我这个漂亮阿姨是谁呢？
谁家的小公主嘴这么甜呀？小小，这是你若雪阿姨。那我可以叫若雪妈妈吗？哈哈，叶哥哥，小小都叫我妈妈了，什么时候抽空领个证儿呗？别胡闹，我刚离婚。你放心，我肯定会对小小特别好的。这么可爱的宝贝，谁会不喜欢？爸爸，小小也喜欢若雪妈妈。喂，大小姐，因为您的退婚，叶家要疯狂打压苏家。哦，好，知道了。那个叶哥哥，我还有点事儿，我就……若雪阿姨，你可以带我去逛商场吗？我想给妈妈买一个礼物。好呀，那我就把小小带走了。好吧，走吧，小小，挥个手哦，再见。主上，杭城4大家之首赵家家主赵清仓刚刚通过宋苍龙要向您赠送50%的资产，只求跟您见一面。赵清仓，赵凯他爹。对，正好，我有笔账要跟他杭城赵家算。是主上。那今晚的宴会是否要取消？为什么要取消？唐家如此对您，属下绝对不能容忍。属下这就去让宋苍龙取消订单，再狠狠地打压唐家企业。不用，她毕竟是小小的妈妈，而且我也说了，要在晚宴上让她知道我到底是什么身份。初然，你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3位便是江省的3大家主，他们名下的企业那也是江省的龙头啊。天哪，这萧家、傅家、楚家都来了，哎呦，再加上赵少的赵家，那今晚的宴会呀，可谓是江省商界4大巨头齐聚呀！哎呦，初然，这可是我们唐家做梦也想不到的高光时刻呀！我们就算是再强，那也得对四海财团的宋爷俯首称臣啊！这是为何？听说四海集团得到了天神财团的扶持，宋爷这才能在短短5年之内横压南方4省，资产万亿，一言可决一地兴衰。哎，说得对，所以这次初然能得到宋爷的许可，那是连3大家族都要迫不及待的来讨好你啊！我的天哪！哎呦，3大巨亨要给我们初然敬酒！哎呦，这可是我们唐家多少年的荣耀啊！恭喜唐总，您和叶卓那个绊脚石离婚以后，您可就是整个江省最璀璨的明珠。对，其实我早该跟他离婚，是我心太软，做事太仁慈。初然，你别再理他了啊！今夜之后，你就是整个江省的商界女王。没我点头，唐初然，你这江省的商界女王就做不成。你来干嘛？初然已经和你离婚了，而且你也被我们唐家赶了出去，你还有脸来？我要是不来，这宴会也没有办下去的必要了。至于她，还想当江省商界的女王，痴人说梦。你不会以为就靠你那家已经破产的公司，就能将我们唐总送到今日之高度吧？不然，你以为你们唐家凭什么能走到今天？废话，那是我女儿天资卓绝，走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靠她自己的努力。就你给的那点儿，还算得了什么？叶卓，我知道离婚对你打击很大，可今天是我们唐家的好日子，你能不能别在这捣乱？我捣乱？我就问一句，我要是不来，你凭什么拿下四海集团的100亿订单？叶卓，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是这么无耻？我能拿到这个订单，一是四海集团对我能力的认可，二是赵少的牵线搭桥。可你一而再再而三否认我全部的付出，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吗？那是你鼠目寸光。我来是看在我们5年夫妻的份上，更是看在你还是小小的妈妈。我若不来，这500亿订单
拿不下。你装够了吗？你满意了吗？你到这无非就想看我丢脸吗？你成功了，说吧，你要多少？我给你。混账！你还想让我们给你钱？你做梦！你还想要从唐家这里拿走多少？你别得寸进尺了，业主，吃软饭吃到你这种地步，你可真有本事。算了，妈，你走吧，这是1000万，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你现在必须马上走，马上出去。你确定要我离开？是。唐初然，5年夫妻，自始至终没有相信过我一次。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说的到底是不是？宋唐楼，给唐家的100亿订单取消。给唐家的100亿订单取消。小瘪三还在做梦，叫四海集团的宋爷做事儿，他妈也配？装的跟真的似的，做个人吧，你换个地方装不好吗？这里谁会信你啊？赶紧给我滚！这就不是你该在的地方。你们口中的宋爷、宋苍楼，于我而言，只有俯首低头的份儿。够了！竟敢对宋爷指指点点，是连累唐家，是连累整个江城之家。业主，你非要让我对你绝望吗？结婚5年了，你一直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你扪心自问，你配做唐初然的男人，配跟我共享这繁华盛景吗？那我倒要问问唐总，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符合您的要求？能做我唐初然的男人，必定跟我一起发展事业，一起登临神州，傲视群雄，绝世无双。而你只会胡搅蛮缠，只会说大话。登临神州，傲视群雄，绝世无双，你所求于我而言唾手可得，而你不配得到。到现在还在这吹牛，你只会让我觉得你更可怜、更可笑，让全场的人都更加看不起你。被自己的前妻当众骂成这样，你可真够了。别急，很快你们所有人都会认清现实。演戏也全套是吧？初然，一个不知廉耻的小瘪三，不值得你生气啊！别坏了心情。今夜你才是这宴会的主角。这怎么回事啊？根本取消。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四海集团取消了订单？这订单我给你才能拿，我不给你碰都别想碰。为什么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对我们唐家？我们唐家到底哪点对不起你了？你就是瞧不得我们初然好，你就是想报复我们唐家。我们唐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我白白养了这个人5年啊！报恩就算了，他还恩将仇报。谢主，我可是小小的妈妈，你为什么可以这么对我？既然你说到了小小，好，四海集团的订单我可以给，但小小的抚养权必须给我。我凭什么相信你可以帮我追回订单？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应该考虑的是小小的抚养权。这件事情我替初然做主了，只要你能帮唐家拿回四海集团500亿的订单，那小小那个孽，小小的抚养权就给你了。好，记住你说的话。宋唐龙，给唐家的订单去。小小的抚养权我可以给，但订单的事，我希望你说到做到。突然，宋爷恢复了订单，今晚宴会继续。你是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已经不重要了。唐主任，是时候兑现你承诺。初然，
别被这小子给骗了。少少，什么意思啊？我刚才才知道，订单取消是因为宋爷背后的大人物对有人大闹宴会非常不满。我爸花了近乎5成的资产，才让那位大人物平息怒火，这才让订单继续。这件事从始至终都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原来如此啊！我们差点就被这小子给骗了。连宋爷和赵家主都急于攀附的大人物，难道是？没错，就是那位在全球商业一言九鼎琅琊王。我赵家若是能顺利面见琅琊王，便有机会一步登天。看来赵家要成为这江省的顶级家族了。赵少，那到时候可不能忘了我们3家哟。是啊，赵少，到时候还得劳烦您多给我们引荐引荐。对，赵少，只要您为我们3家引荐琅琊王，从今往后我们3家便以赵家马首是瞻。好说，好说，不然现在看清楚这小子的嘴脸了吧？原来又是赵少的锅，我差点又被你骗了，叶卓。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伪了？我骗你，我虚伪，你还真是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啊！够了，叶卓，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你也就这点眼界。行了，你还在那装？要是没有唐总，你都没资格踏进这宴会厅。叶卓，小小跟着你是没有未来的，之前的交易全部取消，你休想带走小小。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离开他的世界。我看谁敢抢走小小。小小既然叫我一声若雪妈妈，那谁都别想抢走叶哥哥的力量。又是你，叶卓，你跟我才离婚半天，你就让小小认这个小姐做后妈，你真务实。那你呢？我们还没离婚呢，就背着我跟别的男人相亲。够了！我是为了小小找一个更好的未来，不像你，利用小小做筹码，为自己谋取私利。可笑！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对你是最好的，像利用小小做牟利的工具。小小，让妈妈照顾。我不要。小小，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快过来。小小要爸爸，还有若雪妈妈，不要你。放开！给我过来！小小，你看清楚，我才是你亲妈。我不要，我不。小小，你怎么不懂事呢？你放开！你放手！你把小小弄疼了！撒手啊！不能放！楚然，你不能被他用这个拖油瓶要挟啊！唐总，赶快抓住小小，只有把小小送到国外去，才能彻底摆脱叶卓这个窝囊废。你，我是绝对不让小小跟你走，你放手！我要若雪阿姨住。你放开小小就好，我是不会让你阴谋得逞。放开，等妈妈再来。过来，小小，妈妈，你放开小小！哎，唐总。出来！唐总，你这个狐狸精，竟敢对唐总动手，唐总都受伤了。好啊，这对天杀的，你们竟然敢当众打人！她可是孩子的妈妈，你把她打得这么重。我太着急了，出手太重了。没事，不关你的事，都是他们自找的。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吵了。妈妈不疼，是前面若雪阿姨太用力了。其实小小今晚是有礼物要送给妈妈的。这是我用爸爸的零用钱给你买的礼物，你戴上肯定很好看。你，这是你用爸爸的钱买的礼物，我是不会收的。哼，果然是穷人送的礼物，一股穷酸味儿，令人作呕。找死！
你找死！狗东西，你敢打我！爸爸，是我小小做错了什么吗？小小没做错啊，错的是他们。你疯了吗，叶卓？竟敢打我妈，她是你长辈。看疯的是你们，看看你们对小小都做了什么！阿姨破发家，踩就踩了，没资格在这咋咋呼，当着我的脸打人，拿我赵家的脸！保安，保安，都下了呢！把他给我扔出去，打断他的腿！早就该将这种垃圾清理出去了，省得害了大人物的眼。怪叔叔，不允许你欺负我爸爸和落雪妈妈。童言无忌，算了，叶卓，看在我们过往情面的份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把小小留下，跟这个女人立刻离开这里。我不为难。为难？现在有麻烦的是你们。进来。执迷不悟，狂妄自大，我倒要看看能叫来谁！还等什么？动手！只要有我苏若雪在，你们就别想欺负我叶哥哥。哇，落雪阿姨好厉害！苏家？难道她是京城三大家族苏家的千金？京城苏家，那可是京城三大世家之一，在神州全境那可是手眼通天的存在。怎么可能？苏家怎么可能会保这个叶卓这个窝囊废呢？没错，我苏若雪就是来自京都苏家。如你们所说，神州全境，权势滔天，还不快滚！没错，我苏若雪就是来自京都苏家。如你们所说，神州全境，权势滔天，还不快滚！回来！就算是苏家千金又如何？你因为悔婚彻底得罪叶家。苏家即将被叶家全面打压，你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场谁会拘你啊？谁会给你面子呀？原来是被叶家到处打压，如今你这个苏家小姐也是自身难保啊，哪来的底气在这叫嚣？你说你得罪了谁不好？你得罪叶家。我看他呀，要在京城被出名喽。就是一场笑话，还以为是惹了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呢？不过和叶卓一样，是条废弃的狗。你这苏家的落魄千金，可要遭老罪喽！就算被打压，那又如何？苏家还是苏家，只要有我在，你们谁都别想欺负叶哥哥。纸老虎，不管我现在是什么处境，叶卓我保定了。叶卓是我这辈子最珍视、最爱的男人。你不配。叶卓，看来你还真的像个孩子一样，遇到困难只会逃避，只会躲在一个女人的身后。宋爷即将到场，你们就别再捣乱了。躲？我不需要躲在任何人身后，我所拥有的财富、权力，超乎你们这些井底之蛙任何人的想象。井底之蛙超乎我们的想象。你一个气虚也敢在这大放厥词，你可知在场的权贵任何一位出来，都能像蝼蚁一样噎死你。哎，赵少说的对，你可知道我们皇城四大家族身后的背景吗？那可是宋苍龙，宋爷。即使苏家没有被叶家打压，在宋爷的地盘，你又能奈我们何呀？你拿什么跟我们斗啊？就凭这苏家落魄千金的身份吗？你蠢至极！你很快就会知道我凭的是什么。宋苍龙，给你3分钟，在赵家家中滚过来，晚1秒，赵家于杭城出名。这调查来我爸，还有宋爷，还要将我赵家出名，笑死我了！
我只给他们3分。我就给你3分钟，叫不来我爸和宋爷，你就要有大麻烦。小子，当年赵家最早就替宋爷做事，短短10年就成为4大家族之首，还招惹赵家，那就是对宋爷的不敬。你说你招惹谁不好？你招惹赵家，顶多就是生不如死。你说你敢惹宋爷，哎呦，那你可死无全尸哦。宋苍龙，他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胆子。宋爷爷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坏，他可值钱了。叶哥哥，咱们这牛皮吹的有点大。过江龙可是江沈商界说1不2的扛把子，连我们苏家到这边都要拜码头，不敢轻易交恶。没关系，在我面前是龙盘着，是虎给我卧着。要是惹得我不高兴，那这江沈的扛把子也别想当了。混账！宋爷不敬。诸位，这不明摆着吧？这小子就是典型的人穷志短，没有见识呀。宋爷能够成为过江龙，仅仅靠的是商业手段吗？那靠的是在江沈黑白同吃，独霸一方。你错！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权，什么是势。宋爷就是这江省的天。赵子，您跟宋爷是老相识了，为何这次如此紧张？那位大人物就要来杭城了。难道是琅琊王？没错，便是那富可敌国、手眼通天的麒麟才子琅琊王。他可是连西方诸国皇室贵族都要顶礼膜拜的商业帝王。只要他一开口，我赵家便得成为神州的顶级世家，万世长龙。宋爷，3分钟内赶不到唐家招商宴，赵家杭城除名。好，把宋苍龙当作是江沈商界的天，你们还真是见识浅。他于我而言不过是提线木偶，随时可用，随时可弃。就你们还自称是杭城的4大家族，在我看来一文不值。富康，你竟然敢冒议宋爷，你是想连累唐家，害死我们吗？疯了，他是彻底疯了。叶卓，我知道你恨我，你竟然激怒宋爷，迁怒于我唐家，你别忘了小小是你的女儿，你竟如此无耻！区唐家还不值得我出手。唐初然，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看来仗着苏小姐，你已经彻底颠覆。没想到我跟你离婚，竟然对你的精神造成如此大的打击。好了，我不说了，我会给你更多的补偿，会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但是现在必须跟宋爷、赵少以及3大家族道歉。给他们道歉，他们配吗？他们受得起吗？废话少说。不然可以看在这里上，我给你一个认错的机会，你当着所有人的面一下自扇耳光，再一路爬到门口，我们就把你当做一条狗。你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也给你们一个道歉的机会，就按照他说的全都做一遍。我可以救你救，不然杭城4大家全都要倾家荡产，彻底杭城除名。天狂有雨，人狂有祸，你的活路我赵家断定了。天狂有雨，人狂有祸，你的活路我赵家断定了。惹怒了宋爷，不仅你要死，全家都要完蛋。一看都是个不中用的东西，不光自己找死，还得连累家人。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跪下道歉，然后滚出去受死。这事儿没准还有挽回的余地。滚出去受死！滚出去受死！叶卓，你别再发疯了，你赶紧认清现实，好好道歉。难道你要让小小跟你一起受险吗？你还是好好担心一下他们吧。初然，你别管他，他要发疯你就让他发疯啊！反正你们已经离婚了，他的死活和我们唐家没有任何关系。小小在他的手上。小小，快过来妈妈这。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外妈妈，我要爸爸。叶小小，这个人不配做你爸爸。唐初然的女儿绝对不允许有这样
是进退的男人做爸爸。说的没错，只有像赵少这样的青年才俊啊，才能够配做我们小小的爸爸。至于你嘛，就是个不知好歹的疯子。好啊，既然你们都这样认为，那赵家还有所有支持赵家的家族及对我耀武扬威的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初然，看来你的一番好心被当做了驴肝肺。哎，这是你自寻死路啊，这是你咎由自取啊，怪不得别人啊。就凭你这句嘲讽杭城所有权贵的话，今晚你活不成。叶哥哥，趁苏家还没有冻结我的权限，我愿意用所有资源，把这些碍眼的东西全部都处理掉。别担心，我已经让松苍自己来处理了。爸爸，小小担心你。小小不用担心我，反倒是他们，很快就会知道悖论深入的到底是谁。若雪妈妈，爸今晚被那么多人欺负，是因为我吗？是小小做错了什么吗？对，就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和你爸爸，我们初然啊早就嫁给赵家，带着我们飞黄腾达了，还用在这儿跟你们受气？小小，不理这个老巫婆，我们小小什么都没做错。小小错啊，错的是他们。哎，就冲你叫我一声若雪妈妈。若雪妈妈就是放弃身份，对抗家族，也绝不会让你跟爸爸受一点委屈。把钱筹好，拿来。好的，苏总。我要给我女儿一个正式的家。算了吧，苏小姐，为了叶卓这么一个离婚带着娃的窝囊废，不值得。你要知道，这里是江省，是宋爷的地盘，你苏家就算全力出手，也不是宋爷的对手啊！可笑，等着吧，你们还有1分钟。你就不配坐在这儿，赶紧给我滚！都把我们这个招商会给心酸了。哎，既然来了，那就吃点东西带走。我怕你出了这个门，这辈子都吃不到这么高级的食物了。来来来，以你的地位、身份、权势，在这里就只配一条狗，理应趴在地上吃。嗨，叔叔，别想欺负我爸爸。赵少说的又没错，这招商会资产过亿才有资格入场。就算让你趴在地上吃饭，也是对你的恩赐。萤火岂能与皓月争？你见过人吃狗叼来的东西？爸爸，我看到前台有好看的蛋糕，小小想过去尝。好啊，那我们坐过去。站住！你能在这里有一席之地，还是沾了初然的光，还想坐到前排去？痴人说梦！小子，你犯众怒，不赶紧求得一线生机，还想跟我们一块坐前排，愚昧至极！那个位置是给宋苍龙坐的吗？宋爷到时候会跟我们坐在一桌的主位，台上之位乃是给即将亲临杭城天神才子。没错，这个大人物即将步过高位，接受我们的膜拜。你要是能见到宋爷的天颜，那已经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荣幸。你要是能见到那位大人物，那你家祖坟在烧高香喽。小小，你想不想坐到那里去？小小看到最好看的蛋糕，小小想过去尝一尝。好，那我就带你坐过去。找死！你可知那个位置，就连宋爷他老人家暂时都没资格坐。若雪，你信不信那个位置只有我能坐？我当然相信，叶哥哥想坐哪儿就能坐哪儿，别人管不着。好，那我就带你和小小一起君临天下。你站
站住！快站住！这才是我们要做的地方。混账！你可知道这是四海集团主办的招商会，容不得你如此放肆！目中无人，肆意妄为，你们可知得罪了宋爷和天神财团的大人物，这天下你将寸步难行。你可知这个位置可是代表江城所有商界对天神财团至高无上的崇敬？就连我脚下这个位置，那也是无千亿资产，无通天手段，无彻底权势，根本无资格可战。通天手段，彻地权势。那你们可知道，在这场宴会，我就是通天，我就是彻地，我只恨着天无霸，只恨着地无还。区区你们这片天地，又岂能容得下我？够了，业主，你到底狂妄自大到什么时候？你摆明了就是要拉唐家一起下水，让唐氏失去中标资格，彻底沦为整个江省、整个杭城的笑柄，用心是何其歹毒！混账！你自己破罐破摔就算了，你还想拉着我们一起死？业主，你真是太无知！我无耻，我歹毒。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地位、权力、能力对于你而言是多么的遥不可及。哈哈哈！好言难劝，该死的狗！既然你屡教不改，触及我等底线，那这江氏再无你容身之所，踏足之地。哼，就凭你得罪的是四大家，得罪的是整个江省顶流权贵。我作为四大家之首的长子，当即此刻号令群雄，放你活路！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报应来了吧？眼无尊卑，目空一切。你要是得不到惩罚，宋爷的规矩还怎么立啊？我皇城萧家支持赵少，举全族之力封你活路。没权势，没地位，没背景，你根本没资本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我杭城楚家举全族之力封你活路。富家富义，今夜起，你目光所及皆是仇敌，脚踏之地皆是绝路，环顾左右，无人能帮，无人能助，举目之间皆是封你活路。封你活路，封你活路，封你活路！小子，能让杭城四大家联合起来封你活路，也算是你这辈子最大的幸运。要封我叶哥哥的活路，问过我苏若雪吗？就算我苏家现在被打压，亦可举全族之力奉陪到底。哼，看来苏小姐还没有认清现状。这里是江省，宋爷就是这里的天，这里的地，是这一切的主宰。你拿什么奉陪到底？啊！哈哈哈哈哈哈！我也要和你们奉陪到底。小小，你快过来，别跟他在一块发疯。为了拖我唐家下水，你可真够卑鄙，简直就是个人渣。说到底，你们始终认为我会拖累你们，愚昧至极，麻木不仁。我倒要看看你们的天，你们的地要如何封我活路。你这卑微的底层蝼蚁，怎知我们上流社会的手段？等你走出这扇门，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杭城、江省、京都，士农工商都将避你如蛇蝎。业主，闹到这个地步，都是你咎由自取。业主呀，业主，你即将无路可去，无处可逃，更无人可依。你就如同生活在人间炼狱。狂，都很狂，但狂浪如我，天之下无人敢不马首是瞻，踏足之处无人敢不俯首称臣，举世之间无我，再无天骄。好，我苏若雪的男人就当有这威武霸道的气势，不然如何君临天下，如何醉卧美人？爹爹早就说过，爸爸是天下第一。
苏小姐，我看你还真是中毒太深了。你真以为他能君临天下，真以为他能无人能动了吗？这不过是他狂妄自大的一小小小年幼，懵懂无知，他胡闹也就算了，你怎么说也是世家的千金，你确定你要对这一无是处的男人倾其全部吗？真以为他能君临天下吗？我就想问一句，他凭什么？既然你知道我出身世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们的眼界、格局、气魄完全不在一个层次。我苏若雪认定的男人一定会困龙升天，俯瞰群雄。苏小姐，这里是皇城，是江省，喊得再大声也没用啊！还困龙升天，还俯瞰群雄。今夜我们4大家联手封他，谁来顶替？我赵开说的。我看谁敢动我叶哥哥一下！我已安排20赵家精锐赶来，你这个人怕是保不住他呀！我杭城萧家出15精锐，封你活路。江湖不是打打杀杀，但是你这么不知进退，荒唐。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江省的规矩不能破。我杭城楚家出10精锐，你活路。傅家也出15精锐，出来混呢，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说分你活路，就他妈必须分你活路。坏叔叔，不能你欺负我爸爸和落雪妈妈。小小乖，我们会没事的啊。你要保护好落雪妈妈。好，但这些人还不配爸爸出手。再过一会儿，有的算，全都得给我跪！你全身上下也就这张嘴硬，可那又有什么用？再说萧正，我跟初然结婚之后，我就把你的女儿当沙发，当双肩头，我该教他给他打！在找死！给我动手！我看谁敢！我算什么东西？怎么也好，我好不好？你带着头在这里吵吵闹闹，把这里当做菜市场了啊？难道你是钱赚足了，或者是把我放在眼里了？不敢！这江省的擎天玉柱，我们怎敢在你面前闹事？宋爷，这里有人在闹事，这明显是故意冒犯您呀！宋爷，那人是我的前夫叶卓，他故意来报复我，所以今晚突然跑来宴会，得罪了赵少，等于共穷。对，他呀就是一个下头男，他今晚的言行完全是他的一意孤行，和我们唐家没有一点关系啊。宋爷，希望贵集团和我们公司的合作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宋爷，你想怎么惩罚他都行，不用顾及我们唐家的面子。这个问题你们说的都鼓掌开。岳哥哥，宋爷这次来势汹汹，要不我们别嚣张了，赶紧下去。落雪妈妈，不要害怕，爸爸会没事的。宋爷到了，你还不赶紧下来？不要闹到丢到性命才肯罢休吗？在宋爷面前还敢如此嚣张，就算是死了一点不冤啊！宋苍龙，还有1秒钟，你就要迟到了。放肆！你是被叶家弃婿的人，敢在宋爷面前如此猖狂！宋爷是江省的天，一根手指就能捏死你这只蚂蚁！你这个蠢货，还想祸水东野，想让我们一起陈述宋爷的怒火？叶卓，你要闹到什么时候？你顾及唐家的安危，你也要顾及小小的安危吧？你要让他因为有你这个废物爸爸感到耻辱吗？坏妈妈，我爸爸不是废物。我相信叶哥哥，他一定会让你们所有人瞠目结舌的。若雪，谢谢你的信任。至于你错的离谱，我从来就不在意什么名声，更不会让小小因为有我这个父亲而感到羞愧。相反，我的身份、地位、财富会让他的未来风华绝世。强弩之末，
我看你在宋爷面前是怎么被玩死。叶先生好。宋爷，您是不是搞错了？他早就不是什么叶家大少，如何配得上您这身军称？你是在质疑？你是在质疑？不敢，只是她不是一个叶家的妻子，应该待其生命。你在叫我做事？不敢，对不起。这句话你应该对叶先生说啊！您要我向他道歉？怎么，你还想反抗？我是接受不了。宋爷，我们也接受不了啊。宋爷，我不明白为什么让赵少给他道歉。宋苍龙，你在江省称王称霸，就抬起了这么一帮混蛋。叶先生，少主，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职。我没听错吧？江城首富过江龙宋爷居然给叶卓和他女儿道歉。宋爷，您别因为我们唐家给这个叶家弃子面子呀！我们初然已经跟他离婚了，而且被我们赶出唐家了。什么？上事先斩枕边人？唐总，你可真是好样的！应该的，宋爷。商场如战场嘛，也不能感情用事。我也是做了一个商人应该做的事。再说了，您不是也给了我500亿的订单吗？看来唐总还是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呀。宋爷，您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无数人想征求的滔天富贵、永世繁华，你却只看到了区区500亿的订单，你受得住？宋爷，您说笑了。我们家初然啊，一定会为您、为四海集团竭尽全力做事。是呀，宋爷，有了这500亿订单，相信唐总不出几年，定能助您直冲云霄，登顶神州商界巅峰。哎呀，我看你们唐氏恐怕这辈子都没这个机会。嗨，宋爷，您这话我就不同意了。初然跟那个小子断绝关系之后，一定会一心扑在事业上。再加上我照看，号令横城，乃至整个江省数10万的商业资源，到时候不出3年，一定能助四海集团龙腾四海。到时候就连那京都的千金也要对初然俯首称臣。你是指唐初然？真可笑！穷鬼，闭嘴吧你！我在这场宴会还轮不到你在这放肆。还有你们。干个500亿的订单，在这里嚣张跋扈，颠倒是非，难道你们想找死吗？不是宋爷，这里边一定是有什么误会。没什么误会，那500亿的订单，你们唐氏也想要吧？不是宋爷，今晚的约会不就是为了给我们唐氏集团500亿的订单吗？怎么会突？什么意思？你是在质疑我四海集团的承诺？不敢。宋爷呀，这订单可是赵少为我们突然争取的，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赵卡，哎，哈哈哈哈，他也配？宋爷，赵家，宋爷，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赵青草，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迟到这么几分钟，杭城就要再赵家。宋爷，你就别开玩笑了，大家多少年的老朋友了，不至于闹这么严重。我给您备了好礼，就在门外，您先客气。不必了，你还是把你带来的东西都拿走吧，我可承受不起啊。宋爷，您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喜欢的东西？您放心，我一定满足。我什么都不要，也不敢要。为什么呀？为什么？你在我的宴会上来迟，赔礼道歉尚可，但是这可是琅琊王最重视的晚宴，我还放走他，在这大肆喧哗，喊打喊杀，简直是无法无天。警察，现在连我都保不住你了。
义子，坐下。唐晨，别说，老子是在救你时，得罪了宋爷我能保，但是如果你得罪了琅琊王，只要人家一句话，就能让杭城的赵家乃至在场的整个权贵全都完蛋。宋爷，对不起，你弄错了道歉的对象了。你们应该向叶先生道歉。宋爷，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向这个无名之辈道歉？怎么，你是听不懂人话？不可能！赵家，杭城的顶级权贵，我身为赵家的家主，代表的是江省上流层面的颜面。你让我向这个无名之辈道歉，绝不可能！赵家主说的没错，你让他给叶卓道歉，损的是杭城贵族的颜面，打的是我们的脸。凭他的财富、身份、地位，还有年纪，他凭什么能够让赵家主给他道歉，让我们杭城4大家族给他赔罪呢？还请宋爷给个说法，不然我们心里难服。好，不下跪道歉。你们要是再一意孤行，那就是自取灭亡。宋爷如此维护叶卓，难道他还有其他身份？哎呀，楚然，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宋爷呀，明显是对4大家族不满，敲山震虎，杀鸡儆猴。原来如此啊！宋爷是不满赵少他们在宴会上咋咋呼呼喧宾夺主，所以假借给叶卓道歉的名义震慑全局。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立刻给叶先生道歉。宋爷，我可以将分给琅琊王的5成资产拿出1成给这个小子，但是你想让我向这个无名之辈道歉，绝不可能。赵家的资产我分文不取，但若不道歉，我让你身无分文。不可能！我杭城赵家代表的是江省商界的颜面，让我道歉绝不可能。赵秦苍，我不是在跟你商量，而是命令。宋爷，再不道歉，后果自负。宋爷，这个令我领不了。我赵秦苍代表杭城赵家，绝不退让。我代表萧家，绝不退让。杭城楚家绝不退让，傅家也绝不退让。好一个绝不退让！既然你们同气连枝，如此义气，那4大家族就一起从江省彻底除名。彻底除名？我不相信你小子有这个本事。赵家主愿意给你饭吃，让你衣食无忧，已经是我们做出的最大让步。你不要得罪进尺。叶卓，你最好也不要不识好歹哦。我得寸进尺，我不识好歹。那你们之前让我下跪道歉，对我喊打喊杀，还扬言说要断我活路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得寸进尺，不识好歹呀？我们得寸进尺又如何呀？我们不知好歹又如何呀？难不成还真能把我们4大家族除名？好什么？嘴啊！哼，你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别说是你，要想把我们4大家族除名，现在宋爷您可怕也做不到了吧？你们是造反吗？宋爷，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我们早就跟京都的叶家达成了战略协议。从此以后啊，我们杭城的4大家都要跟着京都的叶家，即将冲出江省，踏入神州全境。合作一旦达成，我们就是天神财团的人，到时候4大家跟四海集团平起平坐。宋爷，您又拿什么对我们吆五喝六？所以京城叶家就是你们最后的依靠了。那你们可知区区叶家，我弹指可灭。京都叶家
千年底蕴，资产远超万亿。你一个叶家弃子，也妄言弹指可灭，愚蠢至极！哎呀，老大，你找宋苍龙最后靠山有什么用？自己没本事，还不是被我们四大家这玩死啊！做人可不要忘本。宋爷，忘本的恐怕是您。我们这么多年劳心劳力给您当狗使唤，结果你让我们给他跪下道歉。您做初一，我们做15，其他事都好商量，但要我们跟他道歉，绝无可能。那我京都苏家愿与四海集团联合，共抗四大家。哼，苏大小姐，如今你们家都被叶家打压，秋后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坏叔叔、坏伯伯，小小讨厌你们。业主，你要胡闹到什么时候？你非要将女儿和苏小姐害死你才甘心吗？赶紧下来，跟宋爷和四大家族道歉，或许还能有条活路。活路？现在他们是该考虑如何让我给他们一条活路。宋爷，你现在还要一意孤行的保这小子吗？一群蠢货，你们可知他是谁？他明明是一个离婚带个娃的弃婿，一个叶家弃子，一个躲在女人背后的窝囊废。他，宋爷，我不相信他的身份能压得过我杭城4家，能压得住京都叶家。今夜我等必封此子活路。赵家主说的没错，若是不封此子活路，他要是再冒犯4大世家，那杭城的规矩还怎么立？您虽贵为过江龙，但是杭城必须是我们4大家族的。我萧家愿与赵家共进退，封此子活路。看似在打压赵家，实则是在打压杭城上流社会的脸。傅家也今天保证和赵家主携手并进，封此子的路。希望宋爷考虑清楚，不然坏了规矩。我们背后可是有京都叶家撑腰，就是要封此子活路，给叶家做投名状。你们，看来杭城的商界是该换换血了。还敢吹牛是吧？你今夜必死无疑。离婚女儿是吧？等你死后，我就跟出人在你坟头结婚，拿到小小的抚养权，我就让他改赵成性。坏叔叔，我不要姓赵，我要姓叶，我叫叶小小。小小，别闹，爸爸还是咎由自取。你懂事点，别让我丢脸，好不好？放开，你把他弄疼了。没事啊，小小。坏妈妈，我不要坏妈妈，我要落雪阿姨做我妈妈。我姓叶，我叫叶小小。小小，你就是一个拖油瓶，凭什么挑3拣4？赵少赐你赵姓，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不然就偏你的出身，你凭什么姓赵？找死！混账！当着我的面就敢动手，简直没把我赵家放在眼里，视杭城的4大家族如无物。我已经通知了江省数十万家公司，你下达反 S 级的追杀令。此令一出，寸草不生。此令一出，必诛此子。此令一出，赤山群海。此令一出，血流成河。全人，此子拿下，端起上路。死！看谁敢！一群蝼蚁骄横跋扈，这世间还无人能伤及叶先生。一群蝼蚁骄横跋扈，这世间还无人能伤及叶先生。这些事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管我江省杭城的事儿，给我滚蛋！出言不逊，目中无人。来人，给我找死！敢！好！再敢背叛，
立刻封你赵家，削你生路。这位小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敢来这里叫嚣？我的身份，你还不配知道。这位小姐，我们正要对此子下达3S 级封杀令，你突然带人闯进来，说这番话，做这番事儿，难道你想保他？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这位小姐，你可知此令一出，便可号令江省100万雄师，无人可阻，无人能挡。届时一定是滚滚狼烟，血流成河。3S 级封杀令，还血流成河，这种招数于我而言，还不堪一击。不堪一击。此3S 级封杀令，乃我江省权贵权势的象征，可以说是百年不变，举的是倾城之力。你今晚也算是见到。这种级别的封杀令，我随时可下，随时可撤，一个玩笑话吧，值得你们这么骄傲，这么嚣张？哇，姐姐好帅！你是宋爷的人吧？但你可知江省4大家族已投奔京都叶家？什么宋爷，什么四海集团，于京都叶家而言，不过就是土鸡瓦狗。没错，现在在杭城，赵家无人能及。无人能及，还真是短见博识。难怪你们会在叶先生面前还如此蛮横无知。叶先生，你管他叫叶先生？你果然是和宋苍龙一样的蠢货！装什么装？我赵家的靠山可是京都叶家，无人能动，除非天神财团的大人亲来。没错，天神财团的大人物就是看在我4大家族的面子上，即将亲临杭城。届时他将登上高位，接受我等的膜拜。举世无敌的天神财团，乃是名扬四海的琅琊王所创，岂是这宋苍龙小小的过江龙所能媲美的？这位小姐，你口中的叶先生已经得罪了天神财团。够了，全都给我闭！天神财团天神令在此，见此令牌如见麒麟子琅琊王，谁人敢不敬，谁人敢不从？我再重申一遍，见此令牌如见麒麟子琅琊王，谁人敢不敬，谁人敢不从？谁人敢不跪？现在我以琅琊王的名义宣布，凡是敢对叶先生不敬者，喊打喊杀者，欺压辱骂者，于杭城出没，江省服务，乃至整个神州除名。可是我们到底得罪谁了呀？敢问师长，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误会？当你们得罪叶先生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后果。琅琊王诏令已下，神州数百万公司将会对你们进行全面辐射。完了，完了，这下杭城的天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到底哪里得罪了天神财团？难道是他？是你们自作孽不可活！你可知我四海集团早已归于天神财团的麾下？你们又可知天神财团今晚就是由我要入杭城？所以你看，我们可是你最忠实的狗啊！滚！想给我当狗的人多了，你们这4条白眼就自求多福吧。宋爷，宋爷，是我们狂妄自大，我们有眼无珠。宋爷，求您在琅琊王面前替我们求个情，我愿意拿出半数家产，只为求得一条生路。不假，也愿意献出7成的家产，请宋爷息怒，跟琅琊王说说，留条活路吧。琅琊王向来一言九鼎，距封杀令全面执行还有3天，
你们就等死。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我们怎么敢丢了天神财？请给我们指条明路，求您指条生路。生路，好啊，我可以给你们一条生路。什么生路？自断生路。我说我能断你的生路，你们信了吗？我说我能让你这些所谓的名流权贵自断生路，信了吗？四大家和所有人自断生路的人是叶总，到底是谁？我给过你机会，你不中用了。至于你，我说过千遍万遍我是谁，你信了吗？我说唐家的发展都是我在帮你，你信了吗？我说那500亿订单是我让四海集团给你的，你信了吗？现在你们都信了吗？是不信？凭什么？我这个破产的唐家继续叶家妻子，天神财团为什么要给你做后台？所以你们还敢不服？不可能！这小子凭什么翻身？凭什么得到天神财团大人物的青睐？如果宋爷和那位小姐都叫他叶先生，难道跟叶家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了，天神财团这早就跟叶家合作，一定是他们误以为还是叶家大少，所以才这样。是他，对，说的没错，事情一定是这样。怎么看来，天神财团被你小子给骗了？那我们跟天神财团说清楚，是不是琅琊王就会受人承认了？我们四大家族还能挽回余地啊？那这事儿就拜托赵家说明了。我们杭城四大家族的生死存亡就托付给您了。既然这里面存在误会，我就托叶家让他们帮忙解决。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还真是不知死活呀！叶先生，若是没有其他吩咐，我们就先行告退。走，咱们赶紧跟上去，必须先求求宋爷原谅，让他跟琅琊王求情，把误会解释清楚啊！走，会发展成这样。站住，叶总！害我唐家失去订单，成为杭城的笑话，你满意了吗？我满意，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这一切是你蓄谋已久吧？卑鄙无耻，利用叶家弃子的身份欺骗天神财团，在我最风光、最得意的时候陷害我。唐初然，你这个人还真是油盐不进，愚昧之极。出来！我将这边的事告诉叶家之后，他们已经对苏家大小姐下达了封杀令。好啊，让他封。我这辈子只嫁叶哥哥一个，那一步要不顺。你们的事我不管，但我的女儿绝对不可能跟这个窝囊废一起生活。她需要的是母爱，我一定。够了！小小不需要你这亲妈假模假样的关心。站住！你们合伙外人破坏宴会，还毁掉我们唐氏100亿订单，最后欺负我家初然，你们还想甩屁股就走？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你们又想干嘛？赔偿，必须赔偿！你们今天要是拿不出10个亿，就别想带走小小。什么意思？你们是想拿小小的抚养权来威胁叶哥哥掏钱？你们唐家真是半点脸都不要！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刚才唐东也说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商人，就该在商言商。10亿，你就把小小的抚养权卖给我？唐突然，这是你的亲妈自己决定的。业主，
我跟你在一起，从未想过从你这儿拿到任何东西。你做人做事不要太绝了。以后小小长大，要知道你利用外人压榨他妈，你会恨他的出生。说的没错，我们这是在给你弥补形象的机会，你要懂得珍惜。他们这是在道德绑架，别搭理他。不同意？好啊，我立刻跟初然结婚，然后再把小小送到国外，让你这辈子都见不到他。危险！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后果能有什么后果？唐总带着小小嫁进赵家，难道你还要依附着这个女人，连小小一起打压，断她的绝路吗？卑鄙！你们这是在明目张胆的卖女求荣。好，这是我筹到的钱，给你。但是你要保证，从此以后不能再骚扰叶哥哥和小小。这是全球只有1000张的百富张卡，存款至少有10个亿。这笔钱就当我给叶哥哥的嫁妆。从此以后，叶小小跟你们唐家再无瓜葛。小小。妈，别着急，天神财团给叶卓撑腰，这里边一定有什么阴谋。出来！刚得到消息，在明晚4级酒店的顶层，琅琊王要给小小举办生日宴。我懂了，琅琊王是误以为叶卓还是叶家大少，于是想借着给小小办生日宴的机会，以此来示好叶家。叶卓还真是狐假虎威，卑鄙无耻。对，一定是这样。我们的机会来了！这正是我们绝佳的翻身机会啊！天神财团准备大规模进入神州，跟京都叶家建立联系。小小的生日宴正是最佳的时机。对，这就是我们绝佳的翻身机会呀！快，赶紧将钱转入天神财团的账户。对，琅琊王一定会看到唐总的诚意，让我们去参加生日宴。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当众揭穿叶卓虚伪丑陋的真面目。肯定是这样。叶少，叶少，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叶卓那个废物正准备去和琅琊王达成交易。什么？还有这事儿？行，我明早就去杭城亲自处理掉他。这叶少是要亲自过来？没错，叶卓那狗东西马上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叶少好，叶夫人好。什么档次？你别给我问好。我京都叶家是神州千年世家，有资格接见我们的，无不是万万人之上的世界级顶级商业巨企。要不是直面内卫，威震天下，麒麟自琅琊王，我才不愿来老城这么个小地方。天神财团举办的生日宴安排在什么时候？就在今晚，4季酒店顶层的空中花园餐厅，我已准备好人手，今晚就将你妻子彻底解决。给小小的生日礼物准备好了吗？宾主上，已让全球4大财团齐聚杭城为小主备。另外，您吩咐我的给唐初然小姐的邀请函也已经发给她了。叶涛和沈碧琴的则由4大家主转交。毕竟，唐初然是小小的生母，这5年来第一次参加小小的生日宴，我没理由拒绝她。至于叶涛和沈碧琴，这次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主动放弃，他们可以随便抢，但当我要拿回来，全都得给我痛快。叶哥哥，我都没来得及给小小准备礼物呢。放心，
我都准备好了。这次你是唯一能做主座的贵宾。爸爸，快把落雪妈妈娶回家吧，到时候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妈妈，有你后悔的时候。就你机灵。业主，你把小小送过来就成了，赶紧出去。京都权贵马上就要到了，这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好啊。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嘛。你口中的京都权贵，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现在倒是告诉我，我女儿的生日宴，我凭什么不能来？笨蛋，别在这炸着！今天晚上的生日宴可邀请的是叶少和叶夫人这样的神州顶级权贵。在你看来，他们可能遥不可及，不过在我眼中，叶涛和沈碧琴不过是大野蝼蚁。住口！叶少跟叶夫人的名字，其实你能直呼的。名字不是用来叫的，难道是刻在碑上的？牙尖嘴利、蛮横霸道，没能力还不知收敛、不懂尊卑，这些就是唐总厌恶你的地方。业主，你争夺抚养权，不过是想利用小小父亲的身份从琅琊王那得到好处。但你要清楚，在这样的宴会，你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是无法进入主厅的。即便你是小小的父亲，也只能坐在侧厅，而我将直面琅琊王。我倒是想看，从未参加过小小生日的你，会准备出什么像样的？我已联合杭城四大家，为小小准备了精美的礼物，让你认清差距，主动离场。出来吧。杭城赵家赠送叶小千金定制款粉红色百达翡丽手表1块，家族股份5%，市值15亿。杭城楚家赠叶小千金定制款宾利粉色商务车1辆，家族股份5%，市值10亿。杭城傅家赠叶小千金云顶山庄地字1号别墅1栋，以及家族产业的5%，市值12亿。我杭城萧家赠叶少主高定款粉白色公主裙1套，公司股份5%，价值13亿。礼品的贵重决定了今晚的落座席位。杭城四大家族一出手就是数十亿的赠品，而你注定没有这些。一堆地摊货，不堪入目，也好意思说是精心准备？那你能拿出什么？相比之下，你所谓的陪伴、感情和照顾，是多么的滑稽，多么的可笑。连杭城四大家都要对唐总俯首，都要拿出全杭城最顶配的礼物，你又该如何应对？小子，羞愧了吧？看出来和我们家出然的差距了吧？赶紧滚蛋！这些礼物虽然好看，但这都不是爸爸送的，小小都不喜欢。小小，你是被他洗脑了，所以才这么任性吧？妈妈唾手可得的东西，他这一辈子都给不了你。我给不了，我一个都看不上。爸爸不喜欢的东西，小小就给他丢掉。哎呦，你怎么把这么贵重的礼物扔在地上啊？你就是来故意捣乱的，这可是京城四大家送给小小的好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居然还看不上？爸爸看不上的东西就是垃圾，垃圾就该扔到垃圾桶里。你就是这样教育女儿的吗？把别人的好心当驴肝肺，真是太歹毒了。多歹！小小说了，垃圾就应该放在垃圾桶里，根本就不配上桌。叔子，谁要插口？京都叶家即将光临生日宴，就凭你还不配在这撒野？京都叶家乃是神州只手遮天的千年世家，你这丧家之犬，无非是仗着天神财团对你弃子的身份还不知道，才对你示好。如今叶少和叶老夫人前来，正主都来了，
我看你还敢怎么嚣张！在我眼里，叶家还有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轻如云烟，不堪一击。你没本事拿出更好的礼物，就不要在这儿大言不惭。谁说我拿不出？你们都给我看好了！哼，虚张声势。天神财团替叶先生奉礼，礼到。天神财团替叶先生送礼，难道你是？不可能回归叶家，叶家只有一个继承人，那就是二少爷叶涛。无需叶家，我自己就足以绝世无双。别说大话，你就是一个卖女求荣的渣男，根本就不配得到天神财团的重视。琅琊王也不可能以你的名义送出好礼。会这样认为，是因为你们无知。四海集团宋苍龙代天神财团琅琊王率4大财阀赠叶教主贺礼。四海集团宋苍龙代天神财团琅琊王率4大财阀赠叶教主贺礼。阿联酋石油集团赠叶少主10万亩油田，市值1000亿，为少主贺，为天神财团贺。罗斯柴尔德集团赠叶少主无限份额的百富张卡以及集团5%股份，价值1500亿，为少主贺，为天神财团贺。罗斯切的集团赠叶少主1000座矿场，市值1000亿，为少主贺，为天神财团贺。迪士尼集团赠叶少主全球10大迪士尼主题乐园5%集团股份，市值900亿，为少主贺，为天神财团贺。为什么？你们可是世界顶级财阀呀，为何会对天神财团如此大献殷勤啊！愚昧，你懂什么？天神财团垄断世界500强中499个集团，短短5年就做到了世界最顶级的 Plus。还有一个，那就是天神财团。天神财团市值1000万亿的体量，要比其他财团加起来都要多。是全球经济的唯一寡头。商界不能没有琅琊王，正如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尤其在西方诸国的金融市场，琅琊王就是神明，他的领域凡人尽信。天神财团麒麟子琅琊王携1000万亿资产，用100万富豪，立刻西方诸国万亿财阀，不是神州一城一池一域，至此天下无人不识君。天下无人不识君。看到了吗？我所准备的礼物，除了从价值还是意义上，都比你们这些为了投机取巧准备的残次品要好上1000倍万倍。现在你们要该如何应对？为什么？为什么天神财团会替你给小小送如此贵重的大礼？当然不是替我，而是京都叶家未来继承叶涛。叶先生说的是叶涛叶少，叶主，你可真是不要脸。叶少好，叶老夫人好。看见了吗？这就叫权势。叶卓，你区区叶家弃子，代表不了叶家。这天神财团送的礼物是给叶家的，这礼物自然有叶涛签收。涛儿，快去把天神财团送的大礼给签了。你签一个试试。涛儿，把字签了，坐到主桌上。与琅琊王同坐。好，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非得巴掌拍你脸上才知道疼。你给我。抱歉，这礼物可不是你能签收的。boss， 现场不露，还有谁有资格签收琅琊王的礼物？啊！慢着，叶少，我劝你退，不要这样。这些礼物的签收人
是苏家的千金苏小姐。苏小姐今晚将与琅琊王大人同坐一桌。什么？我是签收人，这可是市值几千亿的礼物，还要坐在主位直面琅琊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真的是天神财团替我以叶家的名义送给小小的。我不是说了吗？会替你准备一份礼物送给小小，你快签，坐上坐。耶，露西妈妈送我礼物了，小小好开心。虽然这里面可能有点误会，但是小小喜欢，若雪妈妈签啊。行，这份礼物是琅琊王为示好我叶家送的，怎么可能给你？如此厚礼，绝不可能给外人。各位，我京都叶家是神州第一大世家，琅琊王如此厚礼，怎么会给一个叶家弃子？别忘了，叶小小姓叶，是我们叶家的血脉，送给我们叶家的礼物，于情于理，必须由我们正统来保护。所以，我做主这个字必须由涛儿来签。你们还有谁赞成，谁反对的？我赞成，我也赞成，我也赞成，我也赞成。我反对。这个签收单上写的签收人是我的名字，你们叶家这是在强取豪夺。闭嘴！告诉咱们的账之后再算，你苏家没资格跟我叫板。还有谁反对啊？我，对。宋苍龙，没有天神财团，我一句话就能把你们四海集团摁在地上，揉得粉碎。你反对？来，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就凭我现在是天神财团的一条会咬人的狗，必须将琅琊王大人安排的任务执行到位。这些礼物是琅琊王大人指定让苏小姐签收的，那就必须让苏小姐签收。还有今晚的生日宴上能与琅琊王大人同坐一桌的，也只能是苏小姐。即便我们京都叶家要，你这条狗也不给。给不了。从小到大，没人敢这么挑衅我，你感到荣幸，你敢惊我？还有谁反对？没了。那我就先拿你四海集团开刀，我就把和你宋苍龙齐名的南省座山叫过来。好啊，我候着。有酒，给你3分钟，给我赶到杭城云顶餐厅顶楼。我想吃鱼了。有酒。座山当是20几年的座山虎，靠黑桃起家，是京都叶家在南省最福利最高的州。听说这个叶虎酒先后效力过苏家、江家、叶家3大千年世家，后来判处江家后，改名姓叶，为叶家做事，叶很爽啊，下手狠。曾经得罪了这号人，还他妈反了！苏家叛徒，这下有麻烦了。苏小姐，请放心，没什么麻烦。天神财团主办的生日宴，任何人不敢在此造次，京都叶家也不例外。你这是找死！放眼神州960万平方公里，无人敢动叶家。没事。怪叔叔，爸爸，宋爷爷不会有事吧？小小希望他好好的。吓到小小啦，放心，爸爸会给这些坏叔叔一个教训的。好。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怎么收拾我。限你1分钟过来起地。是叶先生，对方什么来头？一个3姓家奴的莽夫，是时候
给江家清理门户。你敢违抗叶家，还敢当面摇人，5年了，你还是这么自负。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看你能找谁来收拾我。那你们就等着被收拾吧。琅琊王不出面，我叶家罪大。因為我猶豫闖翻中嘅魔，因為我絕不需往後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法律。叶总，叶夫人，弄好。这个白眼狼，苏小姐，话别说的那么难听，人往高处走。我现在也姓叶。哈哈哈哈哈！晦气，区区3姓家奴，你也配姓叶？小子，你挺嚣张啊！等会儿我处理完这个老，再来慢慢收拾你。是他妈谁借给你的胆子？啊！敢在琅琊王的眼皮子底下闹事！老东西，知道我名吴九，是哪个九啊？什么？无父无母，无兄无妹，无牵无挂，无法无天啊，还有一个是无敌。我上。你说无敌，自天神财团创立以来，俯瞰天下诸国，除我以外，还无人敢说无敌2字。王八蛋！你发什么疯啊？吓得我以为琅琊王来了。那位执掌千亿万财团的大人物，我们当然了不起。但你嘛，就是个没钱没势的废物，拽什么拽啊？拽什么拽啊？没资本的底层人，粗暴浅薄，才会在这儿大喊大叫。一个弃子就该老老实实认清自己的身份地位，乖乖的夹起尾巴做人，才能求得一线生机。不然跳得越高，死得越快。叶哥哥，我知道你想为我出头，但是放心，我都能解决。我重申一遍，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能做主位的就只有苏若雪。业主，你到底有完没完？不要以为利用小小得到琅琊王的帮助，这辈子就能横行无忌。人终究是要靠自己。这句话还是说给自己听吧。3天前你就在众人面前丢了宋爷的颜面，现在又搁这添油加醋，非要把宋爷害死才罢休吗？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现场有叶少和叶夫人坐镇，一句话，座山虎就能取你小命。他们没那能力，没本事还敢刘公公！人家王不到场，这里就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我叶家。从现在就冻死你！若雪，别担心，死的只会是他们。你他妈不是无敌吗？不是刘轰轰吗？不是要把我们全都给杀了吗？我他妈最恨别人在我面前装拽，想死是吗？干他！谁敢在这喊打喊杀？谁敢在这喊打喊杀？天神财团的使者，他怎么来了？天神财团再有钱有势，也管不了江湖上的打打杀杀，也阻止不了我叶家的狗咬人。天神财团没听过，我叶无惧只认叶少，认叶家。你很有自信。我叶无久混社会，拜大哥当街砍人的时候，你们还只会打酱油吧？会赚钱有什么用？你们斗得过吗？还有，你们能保得住那个老东西吗？还有那个不知所谓的小白脸。爸爸，那个叔叔好凶，小小害怕。你说话小点声，吓着我女儿了。除了叶家，没人配教我做事。是不是听不懂人话？我让你说话小点声。你没有资格教我做事。叶先生让你说话小点声，听清楚没有？蹲下。
蹲下。把你的玩具给我放下。现在，叶先生有没有资格叫你做事？有。对不起，叶先生，我说话声音太大了。天神财团的安保甚至扛枪过来保护业主，难道他真有什么咱们不知道的身份吗？不可能，他大概是跟琅琊王达成交易，这才会让天神财团对他提供庇护。可是不用想了，肯定如此。用自己的女儿换取权势和金钱，卖女求荣，还装作一副假模假式的慈父模样，这样的行为，那真是令我们恶心作呕。你别污蔑叶哥哥，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陆小姐，人总是会变的，你就别再为他说话。他现在就是人面兽心的恶魔，连自己的女儿都能用作交易的工具。渣渣吵够了吗？啊！天神财团的一个小保安，好大的威风，敢拿枪指着我叶家鹰犬，真当我叶涛是摆设是吧？叶无九，我叶家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资源，把你培养成江省座山虎，结果就怂成这样。怕死吧你！告诉你有多少把柄在我叶家手里，你知道？我能给你捧上去，就有办法给你摔下来，让你死得很难看。是，叶无九永远忠于叶少，忠于叶家，粉身碎骨，万死不辞。行，那你就放开胆子去干。今儿就算血流成河，也由我叶家给你担着。好。小六，我叶无九在江湖上行走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哦，那你就不怕死吗？怕，但是我出来混了，最讲究场面、情面、体面。我可以死，但是不能过得不体面，做人没情面，做事没场面。所以，你不敢开枪。那你是把我这个当玩具了吗？我可以死，但是外面几百上千的兄弟就守在餐厅门口，你们这么为难叶家，一个都别想跑掉。来呀，朝这里开枪，我赌你的枪快，手快能不能打出这通电话？对你这种人喊打喊杀没意思，还会吓坏我们小少主。今天我就让你知道，在江湖上，除了打打杀杀，还有人情世故。你以为你利用叶家的资源人脉，就能像疯狗一样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但你可知道，我同样一句话就能杀你于无形。杀我于无形，哈哈哈哈哈！除非你有我南省座山虎的把柄，不然，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他。要拿捏你这个三姓家奴的把柄很难吗？小子，你说什么？你先后做过京都苏、江、叶3个世家的鹰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证可都被三大家拿捏，让你锒铛入狱，身败名裂，牢底坐穿。对于我而言，易如反掌。哈哈哈哈哈！你要是叶家的核心成员，弄死我，的确一句话就足言。但是你是个弃子，你是个废物啊！至于他苏家拒绝了和叶家的婚约，他得罪了苏家的祖母，所以他自身难保。哈哈哈！难道要去求江家？哇，让江家自断双臂，自断财路，来封杀我？哈哈哈哈哈！愚不可及，你连他们的面都见不着，拿什么压我？你无耻！这叫谋略。纵观全场，谁能压我？谁能压得住我？就算我捅破了天，叶少替我扛着；就算我戳破了地，叶少为我扛着。别那么嚣张，弄得不是叶先生，只需我一句话，就能让江家反噬。丫头片子，别说大话！江家可是能和叶家齐名的神州3大世家。把
100年豪门，千年世家，就你一个小保安的身份，拿什么来指挥他们？叶哥哥，他现在有叶家护着，即使是其他2大家家主，明面上也要保持和气。要不我们退一步？退，不需要。叶无咎，这些年你仗着京都叶家在南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不是因为他们能护得住，而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看到。现在，既然你惹到了我，我就立刻调动江家的燕云18计和天神财团的万里天网。1分钟内，我要看到叶无咎身败名裂，彻底完蛋。你的意思是，你能同时调动京都江家跟天神财团2大最高情报网络，帮你做事儿？你就一个小保安，都有这么大权限了？不信？把我们都当傻子？谁会信？这样是不是有点拖大了？即使苏家在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办法同时指挥其他2大家，更别说是天神财团了。放心，既然我答应帮你出口恶气，就一定会做的。江玉，动手吧。是。动手。妈的，真能装！我看你们2个傻子能演到什么时候啊？啊！你们还有40秒钟，说一言吧。只会装腔作势，到头来不还得在我的跪地求饶吗？蠢货！该说一言的是你，有叶家撑着，这封天际就束缚不住我。说完了，开始吧。好啊，那我就给你试试样，我看看是谁能让我完蛋。人狂有祸，叶主，你为什么还是执迷不悟，始终不明白通过旁门左道，而非自己能力得到的一时权势，终将会把你反噬。不明白的是你，我的能力你无法估量。虚张声势，狂妄自大。叶主，你今晚必死！叶大少让你今晚死，看不到明早的太阳。我们几大家族才不死你，座山虎才不死你，但叶少乃是京都叶家的正统嫡系，那是天之骄子，一言定一国之兴衰，一语定宇之生死。我劝你还是自裁吧，留给自己最后一点体面。小 Z 能够被叶少下诛杀令，是你人生最后的荣光。还有10秒，再狗叫几声听听。几句话抢夺我叶家的狗，你以为你谁呀？我京都叶家就是神州的天，你还想把这神州的天翻了不成？首先，你代表不了叶家；其次，我翻叶家的天何其容易？只是我离开叶家以后，你们京都叶家就成不了神州的天。就你也配对叶家指指点点，还有王法吗？法律何在？敢辱我叶家，天诛地灭！动手！他妈的，我早就受不了了！要么就打死我，要么我就打烂他的嘴！还有5秒，没实力还装，就是自取灭亡。谁挡谁死！时间到，围剿开始。不好意思啊，来的都是我的核心骨干，我的这些心腹啊，他们很心急的，见不得我受一点点屈。打死我，外面几百好兄弟还在跟你们拼命呢！你错了，鱼会死，但网不会破。等着吧，你们很快就要完蛋。全身上下就你这张嘴最硬。组长，一会儿先把他这嘴给我打啊！是。现在不是斗气逞能的时候，别再激怒他们了啊！越是其利，必先使其疯狂。他们就是些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靠，刀都架脖子上了，你还说大话呢？是你们见识浅薄，才会把真龙当硕鼠。屁话！
有我的这份兄弟在，我南省坐山虎到了你江省地界，照样所向披靡，照样要做这里的天。凭他们，那你这个天快就塌了。叫我离间，没用的，你找死吧！弄他！紧急快讯：盘踞南省多年最大的地下势力头目叶无九正被全球发布3S 级通缉令。喂，是吗？怎么了？我的公司被搞垮了，还是琅琊王下的命令？九爷，大事不好了！我们集团名下的所有糖果公司全被查封，遭到全国上千家合作企业的封杀，甚至联名举报。九爷，集团高层全体反水，举报咱们偷税漏税，现在咱们手里的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九爷，咱们现在公司要完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上身财团，这短短的几分钟，就让我覆灭，肯定还有反转的机会。哎呀，你都被指控杀人、绑架、财务交易等多项罪名了，上了3S 级国际通缉令。小九，你这次就算不死，也要把缝纫机踩冒烟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动武江家势力让集团从内部土崩瓦解，难道他是？对，他就是京都江家年轻一辈中资源最大、权势最庞大的二小姐蒋玉。自我介绍一下，你们口中天神财团的小保安，正是京都江家的指定机体江。江家二小姐，放我们一马。三姓家族的手下果然都是一群墙头草。听清楚叶先生说的话了吗？求我给活路，你们不配让江家未来继承人做他的保镖。这到底是谁？哎，不用想了，他无非就是一个投机取巧、攀附权势、为虎作伥的小人物。他能有什么身份呢？对，没实力没背景，还敢跟这些滚刀肉混在一起，迟早要牢底坐穿，甚至横尸街头。小小，绝不能有这样的父亲。不行，我就见不得他这么想，必须给他遭殃嫌，把那10亿长给他要回来。小子，我真后悔当初赶你离开叶家的时候没打断你的腿。那你现在过来，打断也不迟啊！你狗仗人势。废你何须脏自己的手？传总，麻烦你过来一趟。小子，我妈叫来的陈总可是天神财团在神州分部的总负责人，你跟你那小保镖特别了解。学长，现在看在我多年为叶家打拼的份上，求求你，求求你！啊！求求！也是，我叶家的狗本不是你们这帮酒囊饭袋的狗血。哎，你的顶头上司要来了啊！2分钟之内，我要看到所有对叶无九的指控取消。捧出一个小小的分部经理也有胆子要挟，那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大。好大的口气！你一个天神财团的保安，也就仗着江家那点人脉资源，有什么好用？我敢保证，你很快就能见到京都叶家作为神州第一大世家的豪门权势。你们叶家再强有用，这可是天神财团举办的宴会，轮得到你们叶家在这里飞扬跋扈？待会就让你知道，你那点雕虫小技是多么的无知。可惜，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叶家还是这么自大而不自知，固步自封，而不睁眼看看这个世界。闭嘴！你个被淘汰、被猎物、被封杀的家族弃子，也配对叶家说三道四啊？
叶家算什么东西啊？完不灵，今晚你就该死！他们这次找来的是天神财团神州分部的负责人，掌管的是权，不管是身份还是地位，都比江小姐跟孙苍龙要高。我放心。不用担心，今晚不管谁来，不管叶家再怎么叫嚣，这张单子你必会来签。我倒要看看哪个不知死活的蠢货，敢跟我们天神财团合作的叶家作对。辛苦陈总特意跑一趟，帮我们叶家处理点麻烦。叶少客气，京都叶家是我们天神财团在神州最大最强的合作伙伴，理应得到特殊照顾。其他地方我管不到，但到了神州，事关天神财团的事儿，我说了算。陈斌，不过只是一个小小的神州分区负责人，不要那么得意忘形。很大，我得意忘形，那是因为我有这资格。给一些没见过世面，只知道靠旁门左道抱我天神财团大腿的小角色，简单介绍一下。我负责的是天神财团在神州的所有业务，一句话就能掌握上亿人的命运。所以这就是嚣张的资本。当然，我在上流社会人脉广阔，资源无数，说是手眼通天，一点也不为过。哦，忘了，你就是得罪叶少，叶家的弃子，原来是个废物。质问我的时候，要想想你自己配不配。好，有种，很快你就会知道我到底配不配。叶主，你别再犯傻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有的阴险狡诈、阴谋诡计都没有用。你没有资格在我面前咋咋呼呼，你没有权利，势头再大，名声再响，又有什么用？你拿什么跟我交心？只要我想，就有100种办法捏死你。一个神州的分部经理，在外人面前嚣张容易，毕竟代表的是神州天团的颜面。但你一个替天神财团打工的小经理，随时都能把你替换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叫嚣？陈总，就是他，京都江家大人小姐，仗着天神财团的那点小权利，就在这里要想断了我的生路。我说江家这些年怎么落寞了？原来是你这个指定继承人不识大体，完全是羞辱自己。让你监察天神财团的神州分部，你是怎么监察的？这人滴酒不沾就飘成这样，你是吃干饭的吗？这些年啊，陈斌发展迅猛，只是考虑到集团的发展和利益，我也不考虑过多的限制。没看出来吗？如今我得到京都叶少的支持，他拿什么制衡我？别说是在区区的江城，在商界，就算是南方8省72城，我一人即可镇住。真总威武！小 Z， 踢到钢板了吧？凭你卖女儿跟琅琊王换来的权势，现在还够吗？别说他对琅琊王没有一点价值，就是过江龙宋爷和江小姐加一块儿都不够看。坏妈妈，不许你也这样子说爸爸。夏季令儿，爸爸今晚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脸啊，都快被人踩在脚下了，还在这咬牙硬撑呢。这就是你这种小人物的格局，趋炎附势，不知进退。小子，我看你这回该怎么反叛？本来还想着让子弹飞一会儿，但大家这么迫不及待，看着你的脸被打肿，夏玉，结束这场闹剧。好的，叶先生。要搞我，就问你能拿出什么？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我的职位是天神财团神州南方的负责人，掌管神州大部分企业的生死。既然你是为叶大少做事，那我现在就宣布，先前对你的指控全部取消，把没做完的事做完。是。对不起，江小姐，陈总这条大腿明显比你更粗。生死由命，富贵由天。赈灾吧，
一群三姓家奴，果然恬不知耻。你那个小令牌很厉害吗？那我让你看看我。你是天生财团4大总负责人？没错，我就是你的直系最高上级，你口中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天神财团全球4大总负责人之一，第一战绩。哎，小子，要不要看看我的？什么？叶卓身边的女保镖居然是天神财团全球4大总负责人之一？她到底跟太阳王达成了什么交易？江总，我错了，我被屠呦蒙了心，我不知道是您亲临，要不然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在您面前放肆啊！神州分部陈兵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冒犯上级，严重扰乱集团秩序，即刻起革职查办。再不闭嘴，我让你老虎夺穿！滚！是。哎，是不是还漏了一个？哦，对了，差点忘记你了，过来。江总，我无父无母是吧？无兄无妹，无牵无挂是吧？我错了。无法无天，无敌了是吧？别打了，这是一个街头讨饭吃的小混混，你饶了我吧啊！宋汤龙，让你的人把他给我带进去，让他牢底坐穿。不要，我还有用，船长，我知道我还有用啊！现在还有谁敢拦着苏小姐成为主位的唯一贵宾？我是叶家的一个棋子，怎么能让叶家感到压力？难道他还有什么别的身份？还没看明白琅琊王的布局吗？正是因为叶公的妻子身份，才是插入叶家最锋利的一把刀。所以说，今天举办这场盛宴，实则是给叶家来了一个下马威。好，很好。5年间，一条丧家犬成为琅琊王，背刺叶家最锋利的刀，你可真是一条走狗。随便你，我的手段正大光明，不像你们叶，仗着跟天神财团的那点关系，虚张声势。下次要不要叫琅琊王过来给你们撑场子啊？这么看来，这叶家跟天神财团的关系好像并不是那么好。如此说，那就是叶家这回有大麻烦了呀！你只会借势，在真正的权力面前，叫的再嚣张有什么用？这是天神财团跟我叶家签订的3S 级最高合作方案。有了这个方案，我京都叶家才是天神财团最好的盟友。最顶级的合同，全球只有3份，4大总负责人也不敢触碰，除了琅琊王，谁也不能轻启。没错，这份合同是琅琊王亲批的，就算你是全球总负责人也动不了。叶卓啊，我们的关系毋庸置疑，这个你要肯定。我直接签字取消就可以了。叶卓，你现在竟然敢冒充琅琊王！撞上瘾了是吧？冒充琅琊王签字，你想过代价吗？你破罐破摔，别他妈连累我们所有人呢！代价？什么代价？动动手指，费点笔墨。再得意再嚣张有什么用啊？不也只是靠着别人吗？到头来只是遭人厌恶，不过是一条丧家之犬。你们还是这么些现实，只会无能狂吠。够了，叶卓，如果你真是琅琊王，我们就不会走到离婚这一步。唐突然，你关心的从来只有你自己，你从未真正了解过我到底是谁。荒唐！谁给你的胆，敢拿签琅琊王的字去开玩笑？开玩笑？你看我像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好啊，我倒要看看这5年不见，你到底有没有本事打我和老太君的脸。我从未听过
这么下贱的要求，好，我满足你。我宣布，从现在开始，1分钟以后，天神财团和京都叶家的合同合作全部取消。你要是敢用叶家的身份惹琅琊王不高兴，取消了合作，我敢保证你这辈子永远翻不了身，生不如死。事到如今，你还想着处置我？愚昧！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我吗？现在你们叶家只能被我狠狠碾压。我呀，你有能耐吗？别在那虚以为意，真有本事就拿出能耐来，把我京都叶家碾压。到底是虚以为意，还是深藏若虚？很快你就会知道答案。第一步，就从取消所有合作开始。荒谬！两大国际财团之间动辄万亿的合作，你说取消就取消？啊！哼，不知天高地厚。哦，对了，杭城赵家，差点忘了收拾你。江月，2分钟以后，赵家杭城除名。小子，别那么狂妄啊！你只不过是仗着叶家弃子的身份一时得逞，成为琅琊王麾下的一条狗而已。我杭城赵家愿与京都叶家，他生不如死。杭城傅家复议，杭城楚家复议。我杭城萧家愿与大家一起让你生不如死。要不你还是先走吧。没事，他们有一个算盘，都蹦跶不了一会儿了。以我的能力，他们杭城4大家和叶家补在一起都不足为惧。你能力指的是你满嘴胡话、人言狗闲，还是说你从小到大都只配是我叶涛的一块垫脚石啊？还有半分钟，你与其跟我在这废话，不如好好想想。来趟杭城就让叶家损失近万亿，回去以后要怎么跟叶老太君交代啊？叶主啊，你还真是入戏太深，无法自拔。你说你跟琅琊王同样都是5年前来的杭城，结局却是天渊之别。什么？难道说？我知道啦，我爸爸就是你们一直在说的那个大人物琅琊王。难道跟我猜的一样？童言无忌。叶主啊，你还真不是个东西，你连小孩你都骗。哎呦，可怜我这小侄女了啊！这么小的年纪，就被他爸这软弱无能招来无数的麻烦，背上一辈子的耻辱。叔叔说的不对，我爸爸不是我的慈庐，是我的骄傲。我爸爸是琅琊王，你们这些大人怎么看不出来呢？他们心思都太重了，既不愿意承认爸爸的能力，又不愿否定自己的判断。有些人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愿意承认爸爸的优秀，所以我们永远也叫不醒装睡的人，对不对？业主，我很快就要猜到事情的真相，马上我就可以将你从云端打入到谷底。死脑筋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得到的真相只会是他自己想要的真相，而非事情的真相。我已经看透你了，叶主，别再说一些花言巧语、不着边际的话。很快我就会让小小认清楚你的真面目。我始终是对，阴险狡诈、自私自利的人始终是你。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你口中的真相。我就是你们口中推崇敬仰的天神财团掌舵人，麒麟子琅琊王。他说他是琅琊王，我还是琅琊王，这是琅琊王。
我看你这是在旁边挡车。你这5年就是靠着厚颜无耻、死皮赖脸才在唐家活下来的吧？难怪会被出然如此小气，被伯母如此唾弃。那是他们贪婪成性，有眼无珠。你们这一家子，还有你们这一群人，都是一群不识真龙的蠢货。不是啊，你在家里骗骗小孩也就算了啊，把这事拿台面上来，还真是不知羞耻啊！江小姐听你说话，那是看着琅琊王的面子，也就是你这个没骨气、没本事的东西，信以为真，真当自己有实力了。都说完了吧？现在时间也快到了，先给你们叶家送上一点开胃菜，一点教训，以示惩戒。从现在开始，我会让你们眼睁睁地看着京都叶家被一点点蚕食，最终被吞没分割，而你们却无能为力。归我合同，出言癫狂，归我世家，大逆不道。从现在起，举神州再无你栖身之地，全商界再无你容身之处。我杭城赵家应与京都叶家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我杭城傅家也算一个，应让你小子死无葬身之地。杭城楚家必封此子活路，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我杭城萧家跟大家一样，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如此，时间到了，你们就一起覆灭吧。还在嘴硬，叶卓，你最让我痛恨的一点就是没点自知之明。能让京都叶家覆灭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琅琊王。原来你一直都是这么教唆小小的吗？你太无耻！现在看来呀，当初我让初然嫁给你，结婚生女，组建家庭，就是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没事儿，阿姨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现在及时止损，为时不晚。哈，对对对，及时止损，为时不晚。我现在也没什么心理负担，唐家一起毁灭吧。要覆灭要完蛋的人是我，老子今天先办了你！啊，老太君，不好意思，桃儿在开会。住口！我不管你们在做什么，现在必须给我个解释。老太君，你让我解释什么？不是好好的吗？混账！我们被天神财团取消所有合作，所有签署好的合同全部作废，短短3分钟就赔了几万亿呀！你们京都叶家完蛋了！叶家弃子，对，是我。可是很遗憾，你口中的叶家弃子已经成长为参天巨龙，冲上云霄，翱翔于世，翻手间变成你引以为傲的叶家。你就是在商界盖世无双、登临绝顶的麒麟才琅琊王。当年你听信谗言，认为我天生反骨，迟早有一天会取代你的地位。将我从叶家赶出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想到会有今日。叶哥哥，我就知道你绝非池中之物。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当初我要将叶佐逼得太近，那我们叶家是何等的恐怖的存在！不信，我不信，我也不信，这只是你的片面之词。短短5年，你拿什么成为绝顶无双的麒麟才？当年你逼我爸跟沈家联姻，逼我生母早逝，逼我爸郁郁而终，这些我可都一直记在心里。自从离开叶家以后，我就开始积累自己的资源、人脉，全都在为天神财团做铺垫。如今我要灭你叶家，易如反掌。妖言惑众，妖言惑众！不可能看错人，不会是琅琊王，你绝不会有这本事。只是跟天神财团有所误会。等着吧，
我们慢慢玩。我对叶家的复仇，天神财团对叶家的打压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是麒麟才子狼牙王？叶先生，不好意思，我们刚才没弄清楚状况，冒犯了您。对，叶少，我们愿意拿出6成资产给您和天神财团，只求留条活路。对，您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您随便提。您要是心里还有怨气，随便撒，只要我们能够做到，绝对不会推三阻四。叶先生，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这，只为瞻仰您的容颜，绝无二意。对，知道我身份以后，一个都变得这么乖巧。听话。这财团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您可是商界的传说，唯一活着的神话呀！我们一定听话。对，叶少，我们8届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不听话？还希望叶先生您给我们一次机会，让我们继续给您效力。好。看在你们这么听话的份上，那就奖励你们自断生路。叶先生，您是在说笑吧？我们这可都是全心全意想为您效力呀！没想到叶先生作为这个商界的巨鳄，为人处事是如此的平易近人，谈吐之间是如此的风趣幽默呀！停！1，我不喜欢阿谀奉承。2，我向来说一不二，机会我给过你们自己不中用吗？明明是一群无名小卒，却非要在各个势力之间反复横跳，最后落得个自断活路的下场，那不是咎由自取吗？叶先生，你看我们都诚心诚意道歉了，您再咄咄逼人，是不是？道歉有用，要法律何用？要规矩何用？你们也别想着鱼死网破，你们那点雕虫小技，于我而言不够看。叶先生，我们这可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他们可以靠自己谋活路呀，只要品行端正，不作奸犯科，不为非作歹。你们没有的活路，他们可以有啊！好，我作为杭城赵家家主，愿意听从叶先生的意断，自断。我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已经拿到了叶卓，他不是琅琊王的确凿证据。是什么？刚才叶先生说，在5年前，琅琊王跟叶卓去到了杭城的一家酒店。我查过，那个时间刚好跟我怀小小的时间吻合。如果叶卓是琅琊王，他就不应该会龟缩在杭城这个小地方，而是驰骋商场，跟全球顶级资本巨鳄的博弈当中大杀四方。对，一定是这样。真正的琅琊王这5年一定是直冲云霄，风临绝顶，成为盖世无双的麒麟子琅琊王，而他家庭主妇。哎呦喂！我当年阴错阳差的把我们家舒然竟然送到了牙王的床上，哎呦，这可是天大的荣幸啊！实在是想不到，原来会有这样的意外。精英之人却幻想着皇帝用金锄头种地，真是不孝之极呀！小小说的没错，她的确是琅琊王的女儿，也正好证明了当年跟我发生关系的不是叶卓本人，而是真正的琅琊王。真的假的呀？别说！你小子能让琅琊王替你抚养小小，甚至跟你姓叶，是你8辈子修过来的荣幸。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当我们叶家找到真正的琅琊王这么多人，要不然我们叶家早就是神州顶级世家了。原来如此，怪不得琅琊王会护你这废物，还让江小姐和宋苍龙护你左右，还把签字的笔都给了你。原来是你早就知道小小是琅琊王的女儿，以此作为要挟，达成了交易啊！不对，我爸爸就是琅琊王，琅琊王就是我爸爸，你们都给我闹糊涂了呢。小小可以糊涂，奶奶一点都不糊涂。说到底，他就是个骗子，不折不扣的窝囊废。
但是小小，你姓叶，就是我们叶家的血脉啊，不能骗你这小子。我让琅琊王必须给我个说法。哎，老太君，我们事情都已经搞清楚了，这个叶卓根本不是叫什么琅琊王，他只是接了个盘，他养了个女儿。我早就知道，不管他再吹的天花乱坠，装的再真实，也是一个烂衣扶不上墙的废物。对，你的眼睛就是尺子，说的一点都没错。找机会把他带过来，这一次我要斩草除根。老太君说了，为了感谢诸位对叶家的鼎力相助，特要各位前往京都，共赴家宴。我们果然没有斩错不义。你说的没错，只要跟着京城叶家，咱们定能飞黄腾达。我现在看着你这个卖死求荣、洋洋得意、狐假虎威的畜生，我就觉得碍眼。算了，看着他这种人我就心烦。叶卓，我说过，你迟早会为这一切付出代价。你不是琅琊王，而我却是琅琊王的夫人。得意不起来了吧，卑鄙小人！琅琊王夫人以前是，但现在我们离婚了。叶卓，现在你再装了不起、装清高，已经没意思了。我一定要让琅琊王对我负责。走。爸爸，哦，抱抱，小小今天开心吗？开心。你也别太难过了。不管怎么说，你对小小的爱跟关心是真的。就算你不是琅琊王，我也愿意跟你一起把我们小小养大成人，好不好？若雪，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不过，重新组建家庭一事，我不听，跟你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本来就是我想了20年的事情。这样，叶先生这份礼单呢，我收下了。从此以后，我就是你叶卓的人了。若雪，好吧。我妈找我，我去接个电话。小小，我先走了哦，拜拜。爸爸，我们把若雪妈妈娶回家吧。小小，你是不是真的对妈妈没有任何感情？也不是，小小其实很想他，可是我从记事的时候起，不管是家长会、生日，都是爸爸陪伴。好，那我们就找个机会和妈妈正式告个别，然后就和若雪阿姨一起生活，好不好？好耶！妈，怎么了？若雪，你把事情彻底闹大了！我来说，若雪，快回来！叶老太君要在明晚的叶家家宴上正式宣布解除跟苏家的联姻，要全面打压苏家。哦。叶先生，刚得到消息，叶老太君准备在家宴上宣布叶涛继任叶家家主，废除跟苏家的联姻，还要对我喊打喊杀，顺带切断和苏家的合作，报复若雪。对，叶老太君还邀请了杭城4大家族前往京都赴宴，应该打算要斩草除根。很好，是时候。姐姐，你怎么来了？还不是听说你要嫁给离婚带个娃的叶卓，我连夜扛着飞机我就回来阻止你。哎呦，你是太平洋都督吗？管这么宽。小时候你说要嫁给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哦。好，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你的，穿什么内衣内裤都听。但结婚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做。这可由不得你。
我们一群人兴师动众的举办叶家家宴，就是想把淑琴小姐请过来，促成你跟天神财团的联姻。什么联姻？没错。自从知道你跟淑琴小姐是闺蜜后，我们就提出了联姻，想着调动苏家和叶家所有的人脉资源，把你嫁给纵横天下的麒麟才子琅琊王。虽然我跟琅琊王生了小小，但绝对不会像叶卓那么多囊，只会道德绑架。只要我拿到相应的赔偿，就会用这些资源再创一个天神财团。唐小姐，你有没有想过？叶哥哥他就是我跟他一起5年了，他什么样，我比你更清楚。别废话，只要我们2大家族将你嫁给琅琊王，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成为世界顶流。你们叶家不仅把我当做商业联姻的工具，还把我当成牺牲品，卑鄙！这些都不重要，商场、战场、做生意，看重结果。妹妹，你可千万不要觉得委屈。我们财团老总琅琊王4、5年前横空出世后，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横扫商界，如今更是垄断了西域各国的核心资产能源。又是5年，那你知道他的真名、身份还有背景吗？这我就不知道，但他如今是当世的传奇。就是因为天神财团在没有成立之前，商界没有人知道琅琊王，但他却用了3年的时间就名满全球。姑娘，你要明白，生在豪门，身不由己。你既然享受了富家豪门半辈子的荣华富贵，下半辈子就要付出代价。你所得到的都已经标好底价了，你必须嫁给他。妹妹，你别听他们瞎说，琅琊王人很好的。我不管，我只喜欢叶哥哥，我也只会嫁给叶哥哥。就算是得了20年脑血栓的人，都说不出来你这种话。叶卓那个窝囊废，能跟琅琊王相比吗？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管他跟谁比，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我都觉得他非池中之物，迟早会。苏小姐，恋爱脑迟早会害人。唐小姐，像你这种唯利是图、自私冷漠的人，是不懂我们感情。我们这叫爱情。我海地帮来马回去，你小子救过你的命脉，我神魂颠倒的。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不嫌弃我虎落平阳、四面楚歌，我也不嫌弃他龙陷浅滩、离婚带娃。我就是要嫁给他，跟他长相厮守，有问题吗？只要还在神州，嫁给谁，这可由不得你。就算现在没机会，以后也会有机会。我10年前答应了要嫁给他，我就是要嫁给他，不管再等个10年、20年，我都是要跟他长相厮守。傻丫头，你怎么还不明白？你这辈子只能成为叶家跟苏家联盟后登顶全球顶级世家的垫脚石。我京都叶家还想登顶全球顶级世家，你们不配，因为我一言就可定叶家生死。boss， 羊入虎口还敢口出狂言，来人，把这弃子拿下！谁都能看出这是一场鸿门宴，唯独你蠢到自己闯进来。蠢货，今天你死定！叶哥，你以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很勇敢吗？你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叶哥哥，你快走！这是叶家，想逃，没那个机会了。你们又怎么知道不是我在瓮中捉鳖呢？若雪，你放心，叶哥哥已经强大到无人敢动。不知天高地厚的叶家弃子，死到临头了还敢大放厥词！快，来人，把他拖下去处理掉！叶卓，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如果你肯磕头认错，并承诺再不踏入这商界半步，
那我就以贵宾的身份，替你向叶老太求情。求情？第一，我不需要你替我求情；第二，你也不配给我求情。这个你倒是说对了，这一次绝对斩草除根，不会再心慈手软。叶庄，你这叶家弃子就不该活在这世上啊！不知所谓，愚蠢至极。这次你们叶家全都要完蛋！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来人，住口！叶主，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人呢？哼，死老太婆！就算你们这一群酒囊饭袋、尸位素餐的废物，喊得再大声，也不会再有人搭理你们了。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们，你们埋伏在周围的那100名保镖已经被我的12禁卫尽数撂倒，为求自保，把你们叶家这些年做过的那些龌龊肮脏的事情全都抖落了出来。你怎么做到的？仅凭这点东西就想覆灭我叶家，不够！只要我叶家万亿资产还在，人脉还在，你们谁也别想搞垮我叶家！原本我想的是先斩断叶家的资源，但没想到你们叶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的人神共愤。虚张声势你！我什么？叶家倒卖神州国宝贝茶货，值近1000亿！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这肯定有什么误会啊！今天不是来剿灭叶家余孽的吗？怎么会弄成这样？我说过，叶家完了。什么？叶家存在国外银行的1万亿资产，全被认定为非法转移，全被冻结，全球顶级商户宣布解约。叶家损失8万亿资产，叶家要破产了。叶律神州1000年的叶家，难道真的要毛病？这些都是你做的。对。凭什么？你凭什么能做到这些？你们是天神财团4大总负责人。难道你真是？没错，我就是北境战机侯，南境冠军侯，西境镇国侯，东晋并肩侯，参见琅琊王，参见琅琊王。昊天财神团麒麟子携1000万亿资产，拥100万富商，力克西方诸国，意外财阀，不失神州一城一池一域，御笔亲封琅琊王，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至此，天下无人不识君。居然真的就是麒麟才子琅琊王！江月、舒淇，让这些人牢底坐穿。是。没想到举世无双的琅琊王，竟然是叶家弃子叶卓。赶紧给我生娃，我要当姑姑！讨厌！不管叶哥哥是什么身份，我都会嫁给他的。
只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我愿意啊。叶先生，声音太小了，我们家若雪没听着。我说，业主，你居然真的是创建天神财团的麒麟之子，威震天下、举世无双的琅琊王。没错，那这次我就郑重其事的告诉你，我就是麒麟才子，我就是琅琊王，更是叶小小的亲生父亲，也是你口中那个最懦弱、最无能、最卑微的男人。唐总，我们突然遭到全球公司的封杀、围堵，资金链断裂，彻底破产了。唐总，我的东西，我自然会收回。业主，5年，我们在一起5年，你居然都没有告诉我你的身份。如果你早点跟我说，就不会发生这一切。我只是用了一家破产的公司，就把唐氏集团扶持到今天这个样子，然后你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目无王法。我要是再多给你钱，你迟早死无全尸。业主啊，这都是借口。你要是一开始就坦白你是琅琊王的身份，那我们唐家肯定会顶礼膜拜，哪敢顶礼膜拜？我本来想着保护你和小小，不承受巨大的压力，不会被卷入商业斗争漩涡。可我发现你们一家人是如此的薄情冷漠，但就这样，我还在给你们机会挽留。你的意思是？我跟你说过了多少次，唐氏是我扶持起来的，500订单我给的。你只要再等3天，3天，你就可以在小小的生日宴上获得举世瞩目。所以，原本属于唐总的一切，就都便宜他了。这些东西，原本都应该属于我。你错了。这10年，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叶哥哥。即使他已经结婚生子了，我也在默默的守候，只希望有一天，老天能让我们再重逢。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所以，你还有你的唐家，但凡相信我一次，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你还是藏匿得太深，太隐秘。但凡你展现出一点琅琊王的财力，那还有什么意义？这个女人只会爱我的身份、权势、地位，这些于我而言虚无缥缈、乏善可陈的东西，而唯独不会爱我这个人。唐初然，别忘了，当初是你提出离婚的。真的是我的错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你或许没有错，但我们是真的不合适。所以，贵为琅琊王的你，心中最宝贵、最珍视的，到底是什么？亲情、爱情，还有你最不在意的照顾。妈妈吃糖。怪我这样像若雪阿姨叫妈妈了，就不能经常看到你了，我会想你的。小小，对不起，是妈妈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妈妈？你想。